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段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 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 袂停，更高世态，伊使变成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马，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身边你却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拢做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做美托守护。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 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刚到世态，伊使变成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涛翻飞，心比一绝比一情更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Hello， 兄弟，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来，我快点把 BGM 吹落去吼。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声音，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好久不见，真的有一种好久不见的感觉。哎，等一下哦 ，Hello， 哎，奇怪，哎，等一下哦，啊嘞？我今天麦克风声音还 OK 吗？可以吼。但是啊，
你们等我一下。奇怪，我觉得，我觉得我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就是要插麦克风的这个是混音器吧？奇怪，他好像不理我了。你们等我一下哦。Hello，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等一下哦。好，我们声音回来了。我刚刚很大胆的，就是稍微把它关掉，然后再重开。好，我们的声音回来了吼。我刚发现它好像有什么东西跳掉了。Hello 啊，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怎么又是葡萄干啊？真的吗？我们的水母先生收到回馈了，是不是？回馈好吃给的，谢谢你们觉得好吃，但是我可以不要葡萄干吗？这次的真的很好吃这次的居然就是有奶茶味，不晓得选择尬词版本的你各位总裁们有没有马上把它开来吃了？真的好吃它反而。虽然说加花椒粉感觉蛮惊悚的，但是它反而衬托了一种香料奶茶的味道。味道什么？对不起，味道啦！它就是把香料奶茶的这个味道完美呈现嘞。我记得好像在10年前哦，我在星巴克喝到一款香料奶茶，那款奶茶我忘记叫什么，是印度奶茶还是什么嘛？因为我本身很爱喝拉茶类的，所以我那时候进店里面，因为我记得那天很像是跟姐妹聚会吧，然后就约在那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菜单，想说怎么有什么印度什么奶茶，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就点了，然后喝下去，哇靠！真的是满满的香料味，但是我很喜欢。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一直忘不了那个所谓的香料奶茶的配方，可是我也不晓得它到底怎么配出来的。就这一次，居然在花椒粉布丁上面找到了这个味道，哇！我想不愧是香料，就是香料跟甜点其实是可以蹦出很棒的新滋味的，对不对？好，刚才杂讯跟着声音一起回来，现在还好了吼。好，有，我刚刚杂讯有杂讯，但是现在应该也压掉了。对，现在的声音我记得应该是杂讯的部分应该也压掉了。对，谢谢你们。然后对，就是好像过了没开台的几天，然后又忘了怎么开台了。过了没开台的几天，然后又忘了怎么开台。那种奶茶是不是会偏甜吗？我记得那时候喝的味道还好我觉得他把比例抓得很好就是甜的没错，可是它没有很死甜，而且香料的味道整个在嘴巴散开，我觉得就跟这次的花椒粉布丁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点点麻还有一点点椒麻的感觉所以我当下喝到那个奶茶，其实它的椒麻味也是有的，好酷就是不讨厌，就觉得好好喝哇！没想到我完美呈现在这次的我们的花椒布丁上面了。会比太奶甜吗？我觉得不会因为我本身如果真的太甜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想念了，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比例抓得超好，对不对？我先一来打招呼，大家好久不见了，感觉很像才几天，对，但是我现在脑袋一想，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些什么，我完全忘记了我只记得就昨天很像是有出现在那个公视的20周年的现场连线活动，对，但是那个我们就是有讲好不开台，对，因为要保护小朋友的肖像权，对，但是猪猪这跟现场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小朋友真的都天使。首先是他对，又来练歌了，对，我们一转眼暑假又来了，我们精密指定曲又要开始来练一下，然后晴天一拉晒，8月1号先生一拉晒我看到你们就想要你们在 DC 很坏健身伊拉晒，怀德比格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交通频道先生你好，左伊拉晒，梅良桑你好大家都在 DC 有够欢喜，我都有看到啦真国先生你今哪里马来呀？感谢
刷都来是小环呗，嘿，你嘛来啊，长官，你今仔日嘛来啊吼，长官，你这个讲我哪看起来配得上哈，长官。所有来是 Hi Tessa， 谁不谢谢伊拉夏，谢谢你们喜欢猪猪的高阶会员回馈后，我们6月份的成功出货出去了，然后也就是获得了很多很多正面的评价，我很开心。这一次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尝试，也谢谢大小姐指定的这个花椒德国布丁，好成功，好好吃这样子。长妮你好，好，然后小天伊拉塞，啥对不对？7月份哈，目前我们确定是阿崔哈，是我们的当家总裁。然后8月份就轮到我们的小天啦哈，小天可以想一下哈，要怎么整大家。至于阿崔的部分，好像已经开出菜单了，对，但是难度有点高，我思考一下我应该怎么做。等到确定了，我会再好好的跟大家说，到底这个月又是什么鬼东西？真的超好吃哦，梅肉烧。我自己其实因为很贪吃，所以我自己多做了5颗放在我们家冷冻柜。那个很好吃就冻起来，我觉得我1个月以内一定会把它吃掉吧。我就忍住，就是不要吃太快，因为那个热量炸弹啊。大雅利赫，不过好像那边的香料确实没错。其实咖喱基本上它就是香料的总和，所以咖喱就是基本上就是香料嘛。那香料其实就是百种，超多种。好奇有多少人拿到蓬蓬笔嘛？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蓬蓬笔基本上，我记得文文那个时候抓的量很像大概20-30支上下，对啊，就是就一瞬间，小朋友排队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可能公广20周年的活动就吸引到非常多的人潮，尤其是家庭，一堆家庭会去排队，所以其实那2个小时。猪猪是完全不间断的疯狂的在跟我们家面线兄弟还有小朋友在互动，然后我们妹部爸爸还携家带眷，一家3口过去领笔，对，但是妹部爸爸其实是猪猪轮到的最后一组互动的家庭，但是那个时候猪猪的已经发完了，所以妹部爸爸拿到了也不是猪猪的圆珠笔，所以谢谢大家购销盛举，就连猪猪自己也还没摸到，对我也很想摸，但是我自己。猪本人也自己还没摸到这样子，什么下周跑？我每天都鸡皮疙瘩好几晚上。店先生你好，店先生为什么你会收到奇怪的胖子？听说下礼拜是要去啊？是的，郑勋，谢谢。就是我们7月11号在桃园国际动漫大展。那一天也是有安排朱迪卡的互动时段，我记得互动时段好像从1点到2点的样子，对，然后基本上已经结束报名了。不过，昨天在脸书粉丝页看到的那个报名的大家的名字，当然它中间有码掉了。我现在看到几个我们家面线的名字，好熟悉哦，哎呦，好期待我7月11号相爱相杀。不过听讲有风台有无？听说台风要来了，救命！而且是很强的，而且很扎实。希望不要带来太多的灾难哦，不。然后嘿，中岛安中岛贺吼，行情马上看一下葡萄该补充没有？我后面还要5盒，哦不。我的重训餐，我相信在下半年应该不缺了。我后面还有5盒要跟随着我的重训强力好久没来 ，Robert 我知道哦，我辛苦了。刷的来是盛红利贺47个月猪资组长。等一下好像有杂音哦，不好意思，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意思，我刚刚重新设定之后，就是有一些杂音又跑出来，然后目前又还好了。主播中午好哦，好午安，主播声音好熟悉，我觉得。其实我有点爱，不是啦，47个月啦，社猴因为很爱装适应。今天遇到这竞争最不赢，生活费，我就说这个以后的部分绝对，搞不好有机会，你知道吗？我这个烹演了4年，我总算有机会了吧？对啊，我演了这么久，是不是演得非常的趋近于人设？本人精明干练，努力诠释这个烹。你们在这4年当中应该感受到了吧？如此的敬业，对不对？香料糊的总称是，然后全部都花椒口味吗？哦，没有的。基本上我记得这一次有选原味的总裁，很像大概4位，对。然后是我们的阿鲁华老师的这个非常盛大这个100人的这个企划总算公开了。阿鲁华老师，我前2天还找不到我在哪里，
对，重点是什么？我忘记我换新衣装了，所以我找不到。我在看剪影的时候想说啊，奇怪，为什么没有朱迪卡我的猪脚呢？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我的猪脚在哪里？我想说奇怪，我记得我有脚交例会啊，还是我忘了交？然后我就一直脑袋在转圈圈，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忘了交例会啊？要不要问一下阿鲁法老师？对，但是同时间我又有其他事情在忙，然后就忙着，然后突然在 DC 看到啊，面线帮我找到了，因为我忘记我脚交的是。现在这个造型，剪影看起来完全没有猪脚的形状，我忘记了，就烹掉，对，烹，对，然后据说，2天的时段人潮都挺不错的，对，爆炸多，而且我们还被限时段说，我们就有就是在那个前一天就有跟猪猪讲说，他说第一天真的是太多人了。就很像真的在排队游乐园一样的人潮。他说：“猪猪，你可能每个家庭只能抓2分钟。”我说：“哦，2分钟，2分钟，2分钟。”哦，他说：“对，猪猪姐姐可能要协助一下那个控时，2分钟，2分钟，我大概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吧，2分钟好寂寞哦。”所以我昨天真的很努力，一个家庭真的只互动2分钟，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我们换下一位家庭了，谢谢。这样子2分钟对朱迪卡也心如刀割对，所以就是公广的活动真的很有趣，而且听说很多东西可以拿啦。如果有趣的朋友，昨天应该有感受到那个空前的盛况。好险妹夫爸爸，我看一下哦，好险妹夫爸爸，为什么好险妹夫爸爸没拿到？然后恰恰你好，强台兄，不要就让很多活动要取消，没有错，水灵宝贝，我们7月要开始干那个很多企划书了，水灵宝贝，我们一起加油哦，爱你，因为天气有点热哦，他好不能去等一下，真的是第三人称好，没关系，我们要好好保养他娃的肤质，因为他娃是很美的美少年面线总裁，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这样好不好？他娃就是担心说呢，当天会不会跟着直播？的确呢，中央山脉是没有错，我们交给我们中央山脉了，好不好？我们护国神山不会是王董吗？然后电先生他泡着那个绝对不会是我们家的没有缺，不是也是都生在骨髓里。对，阿鲁法老师我碰掉了，对不起，别人演的没有说这不像呀，我明明演的很像，我明明演的超像的好吗？然后这位是哈亚德哈亚德你好，哈亚德你就是昨有去我的现场连线活动的哈亚德上吗？哈亚德上你好，昨天有一位哈亚德上。有来猪猪的现场连线活动，谢谢你，您是本人吗？不晓得您是不是就是领到了原猪比的那位幸运儿哈亚德桑，谢谢你今天过来，咱的米叶啦，我们的车手49个月了吼，米叶，刚刚才来过迪卡顶的哦，然后底下说把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不是我之前模样了吗？最近修过没用啊。对，最近真的是过无用，我真正袂记得，我已经穿新衫咯，兄弟啊，我已经穿新衫，我熊袂记得咯。这样这个造型没有猪脚可以。对，我当下还很紧张，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忘记找例会给阿鲁巴老师？完蛋了，我是不是快点密他一下，跟他道个歉这样？结果人家紫色都帮我按在那边，紫色还帮我上的紫色，我居然还找不到，你知道吗？林爷你好，对。跟我冷魂金的喝一个人只能2分钟很痛苦，你知道吗？有办法？你看那个底下你自己的，我只是太忙是我们的诺诺，你现在是7月份的恭喜你毕业了，亲爱的诺诺6月份我们的花椒布丁大受好评诺诺你不用担心，完完全全真的是奶茶的味道，而且一点都不会辣，猪猪姐姐好喜欢，然后面线哥哥也好喜欢好不好？那也恭喜我们诺诺毕业了，爱你诺诺。而且我在这里要诚挚的感谢我们家诺诺，就是我们这一次台 V 霹雳会这个活动有无伫咧6月26号还是25號別記得とりあえず感謝していますね，诺诺讲，就是好感谢诺诺，是因为就是猪猪对于 DC 的伺服器设定完完全全，我不会，一点都不会，教了也不会，
然后就是快点跟诺诺求救，因为可能要把嘉宾全部拉进去我们的伺服器。当然我们可以拉进，就是很像LF 箱的 DC， 但是 LF 箱 DC 担心太凌乱，所以就是诺诺特别在独立帮我设了一个简单的伺服器，把来宾们邀请进来。对，谢谢娜娜，感谢娜娜发了姐姐大吧，也恭喜你毕业了，妞妞爱你爱你。然后我觉得最后的毕业餐可以吃到这一次的德式布丁，我真的觉得很赞哎，真的是意外的好吃，意外的就哇靠，我自己还多做了5颗放在家里这样子，好不好？啊，小喵喵你买来呀，小六子。你好，糯米丑天好价，欢迎你们的降落，沙漏大家啊，当归的刚下列刚的哈，哎，等一下，怎么有2杯冬瓜茶？2杯冬瓜茶降落，是欢迎降落，沙漏大家啊，感谢盛虹的狙击，居然。哇靠！盛虹，你要不要这么神准？对不起，我追一下聊天室。然后啊，泡影你哪来呀？昨天也有泡影先生，泡影你是本人对吧？泡影先生，请问你有拿到圆珠笔吗？有一些我们家的面线来不及拿到圆珠笔，对，圆珠笔就是猪猪造型的原子笔啦，对。但昨天可能猪猪的提早发完了，所以只能拿到其他朋友的圆珠笔这样子。对，就知道了，完美的紫色。对，我们是阿里法老师，我们很期待阿里法老师这一次的计划大公开，真的超赞的好不好？然后。一回家就订阅，谢谢哈亚戴莎，也谢谢你昨天来排队，谢谢诺诺，也恭喜你毕业了，渣渣，还没拿吗？好，我们可爱的诺诺记得抽空去拿哈，我知道大家都很忙，都以为就毕业了，但延毕呢，这声音始终保持吗？小问题啊，诺诺啊，我相信诺诺不会再皮了，只要不皮，我们就可以乖乖毕业了，对不对？你看你9月都要到了，都要吃蛋糕了，对你是不是？对我们稍微的安详的度过这2个月，不是很好吗？终于可以不用再吃可怕的东西了嘛，对不对？好，不哭，那才去领多做了5颗花椒吗？对，全部都是花椒，对，5颗一定要花椒，好好吃，又有奶茶味，哎，没错，真的有2杯，当归得有2杯呢，然后。说这样说，感觉东西无法毕业了吧？不会啦，我们只是照实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毕业生的这个状况就是交付给大家。例如这一支彩可能在今年可能暂时在这个月又无法毕业啦那个我们那个看起来很清流的那位总裁，很像给他满满的爱了对，然后至于我们的诺诺呢，我相信他应该在下半年的7月开始就会开始当好孩子了，应该就毕得了业了，好不好？对，好不好？讲2杯冬瓜茶到圆珠笔，其实我自己还没摸到小喵喵圆珠笔，现在他去机会领应该很好吃吧？好，没关系，大家记得抽空去领一下诺诺说那是爱啊，没错啊，诺诺。所以有人狙击到诺诺了吗？有，诺诺狙击到，这真的现在有大哥在吗？你是我们家的大佬吗？我们家大佬基本上这个时间应该得加崩啊，对，没有浮上来打招呼，应该是都在忙，对，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不怕。等一下，诺诺，你应该说你很怕，你要说你很怕，你知道吗？真的，你继续到诺诺不会那么不会从这种什么去跟那大佬破，对我们诺诺你乖，我们2个月好好的乖乖的，反正你9月确定要吃芋头蛋糕了，你乖一点。等一下，我才在想说我们家大佬现在不在。要福利熊更出来，诺诺，我跟你讲，你乖一点，你像闭嘴就对了，你闭嘴，对，诺诺你闭嘴，你闭嘴，你乖乖的，对，就像猪猪姐姐，非常非常的乖，对，我们今天就是7月1号下半年的开始，我们要重拾自我，好不好？我们重拾自我，然后不要再皮了，再皮下去就完，再皮下去有吃不完的东西。练哥加油哦！等一下为什么要碰呢？等一下为什么要碰？等一下是我等一下为什么又碰掉了？碰不可能再掉下，为什么要碰？碰是怎样？练哥加油！谢谢啊！请问是哪一位朋友懂内？等一下，可重点是为什么又碰掉了？我不是已经代谢完了吗？啊，我是不是掉落物的？奇怪，我掉落物的图层不是关掉了吗？等一下。好，我先追一下聊天室。好，对我们乖一点，对，诺诺我们乖啊！福利熊出现，只要唱2句福利熊熊福利就可以了。不是我在讲什么？等一下，不是他话，今天6号，对6号，可是有些人是15、7号或者是25号才发新，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惧怕有没有人想喝你吗？因为冬瓜茶在我们夏天很好喝，很解渴。10号发薪水，是我们10号才发，所以今天
今年度你稍微皮一下应该是安全了。这个高上伊拉沙，神月伊拉沙，欢迎来到离开边的。对，我们今天乖一点哈，我们跟绿色乖乖一样乖。是在开车，你在吗？哦，哈尼嘎先生，感谢这个月送暖送暖我们那个最欠揍的团宠吗？对，他是不是已经又要被宠1年了？我不知道。我们彩依旧继续延毕中，我们。这个月让彩延毕的哈密瓜先生万分感谢，好不好？感谢相爱相杀。好啦，今天要捆头圣红吼，绝对乖乖不说什么，各位打不到就是用迫害吗？好，no， 你乖一点，反正no，你乖一点就对了。昨天我是大佬之一嘛，no，请乖乖的什么奇怪？为什么今天碰？好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掉落我。掉录应该是关掉了，然后我还没有弹出，为什么没有弹出它也会掉啦？我都不是大佬。小丁看什么 DC 相隔吗？谁叫他乱讲话？你说彩吗？彩每天都要乱讲话，彩每天都要乱讲话，好不好？所以我们家的面线其实每天都要乱讲话啦。对，好 ，OK， 我总算。接到聊天室，我喝一口水哦。好，来，虽然说今天不晓得会掉落烹啦，对，但是应该就是对，反正就让它掉吧，我觉得应该挺有趣的，就让它继续掉。对，然后7月份开始啊，就像猪猪昨天在DC 说的，就是我们很多暑假作业，对，猪猪好多暑假作业在今年的暑假，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像去年一样当临时抱佛脚的坏学生的吼，我们在今年7月刚好就是可以把脚步拉慢一点，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就一点一滴的把今年度我们大概干了些什么事情，快点在7月的时候先做个初步统整，对。然后啊，除了料理之外，我们在今年真的是本土文化的推广，真的也是哇靠！我想细算一下，我觉得感觉企划书又要爆炸了。对，感觉企划书要爆炸。不过今年的金咪的状况把那个最佳 B 的部分抽掉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我们今年做了些什么本土文化推广的这个整合，我思考了一下，要丢哪一个奖项会比较好。左想右想，我觉得我们不如就把今年度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全部统整在行销创新。对，创新行销那里，因为往年呢，创新行销跟最佳 V 的企划书是可以分开做的，但今年把那个最佳 V 的这个奖项抽离，然后我思考一下，想说，那我们今年干了还蛮多很酷的事情，那这些东西要整合在，不如就全部整合在那个创新行销那边好了。对，就是以本土去做一个企划书的撰写这样子。对，因为我们今年其实我觉得那些东西。不放进企划书太可惜了，所以我无所不用其极的，还是希望可以整理进企划书，完整一点这样子。对，然后看一下感觉才即使踏进棺材必表扬，我觉得他已经在棺材走好几遭了啦。对，基本上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怕了，你知道吗？感谢面包同学弄皮皮的证据吗？什么在 DC 有手了吗？猪猪看一下。好了，诺你乖哦，你在2个月就生日了，你乖一点哦，知道没有？要乖乖的吃蛋糕就好啦，已经有芋头蛋糕了，应该很开心哈。你乖一点哈，就大概就是芋头蛋糕而已哈。如果你再继续哈，再皮哈，可能就是芋头蛋糕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猪猪姐姐就不知道了哈。然后要乖哦，知道吗？然后只知道猪。之后7月份我们开始吧，我的下一表好像已经7月了。对，我很像上次就是我们之后7月份不对，我们现在已经7月了，很像在 DC 是不是？我真的忙到不知道时间，救命啊！这不是我们不狠吗？伊拉塞，谢谢你们。我很想有看到很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就是7月11号我们线下的这个连线活动的这个姓名单上面。对啊，是谁呢？真是的。那主题是变成本土推广吗？是的，水莲宝贝。所以今年度我是打算把我们创意行销归纳我们一整年的本土，就是把那个很厚重的本土直接啪一整叠塞给评审。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整理起来。我们今年做了很多本土的酷事情，我全部都要整理起来，不只是本土料理了，全部的本土整理起来。所以今年的行销奖项的企划书搞不好会破百，我在想啦。水灵宝贝大概是这个方向啦，对。然后原创曲的部分，我在跟大宝老师讨论说要投哪一首歌之类的这样子，对。所以在上半年干了很多很多碰的事情，没有碰，顶多那个掉落物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第3次也满了，就这样子，满到整个对直播间也满出来，对。是我的牛妈龙台东西吗？牛妈喝酒不见咯，喝酒不见啊！牛妈最近真正有够无用吼，暑假了。各位爸爸妈妈们真的辛苦了，好不好？暑假的降临，大家加油！再稍微努力2个月过去之后，好不好？对，就是稍微陪伴一下家里的小宝贝哦。然后看一下本土文化推广家中心公司水上美生活文化推广在听刚从丁爷刚从台北食品展回来丁爷你真的也是，我真的说丁爷在嘉义推广这些东西真的是不遗余力耶。对，我真的觉得嘉义有你真好耶，就是丁爷他真的是活在嘉义，生在嘉义，真的是不负就是我们嘉义水上广东烧腊2代小开之名。对，只能说非常非常每天也就不知道在忙什么，努力推广他们家的事业之外，然后也是在就是他们水上那边的一些本土的一些料理文化，也是尽情尽力的推广这样子。赞啊，丁爷，我们一起加油！然后薄荷你不知道没关系，我知道就好头贴换成妈妈嘛，那你节目的话怎么办？还以为你的节目要以本土台语为主嘛？节目的部分基本上我在想应该你是说企划的部分吗？我想一下其实企划我也在想说到底要整理起来，但是我觉得啦，企划的这个奖项我应该是会独立把那个霹雳火拿出来投。你以为是节目要以本土的台语为主，因为我想上企划要不然也没有不行，因为它如果不是只限于一个节目的话，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整理成那个什么直播的那个叫什么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很多种类的直播放在一起，例如那个今年的有跟那个文化部合作的一些节目播放清单啦，对啦，我一下想不起来，脑雾。如果说它可以让我整理成播放清单一次丢过去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行，对。但是我觉得霹雳火的话还蛮重要的，所以有可能就是以霹雳火跟我们8月份的这个以身传声为主题吗？或者是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这些节目也是全部都可以变成一系列的那个播放清单，全部丢过去好像也不是不行水灵。我真的没想到介绍我的介绍会有人投棉花糖吗？什么东西？你的介绍有人投棉花糖？小天，然后开小账过来了，陌生人你好是哪一位陌生人？等一下，陌生人你好，我天啊，是什么东西？什么迟早的事情？然后综合性的总和，对，所以企划的部分我再去看一下那个报名的那个详细的报名的一个资格好了，对。霹雳火可以续集耶，霹雳火续集今年可能来不及了，因为我们霹雳火其实就是只有做一个算是比较大型的企划，但是我们8月份还有一场也是传话的节目，但是不是以霹雳火为主题，对，也是以传话为主，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8月份然后爷爷你好，公安永党公安，就把本土的东西整理起来，然后看适合投哪个奖有，所以今年我就是放眼望去几个奖项，我一直在思考说，哇，这个可以怎么投？这个又要怎么投？对，然后那个什么演技奖的部分，哇靠，朱迪卡是要演什么？对我的烹演了4年了，应该可以投。我的烹演了4年，把我的知名概念都盖掉了，应该可以投。
周边的台语介绍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所以我就是在想说，我今年真的干了很多事情哦，整理起来那个企划书真的厚厚一点。节目企划真的只能选一个。好，神灵宝贝，你帮我看了吗？节目企划只能选一个直播网址，对吧？我记得是只有选一个直播网址的话呢，可能就是把霹雳火抓起来吧，因为霹雳火真的蛮好笑的。那你觉得霹雳火可以试试第二金色摩天轮吗？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啦，这一类的节目可能在今年我们就是做一档，但是下一次可能再有争取到类似的经费，或者是文化部爸爸愿意补助的话，我们也可以真的是续集霹雳火第二集但是可能不会在8月以前，因为目前8月以前我们任何的活动都已经决定好在什么时候了。对对对，夜市人是表示抗议吗？牛吗？好啦，还有娘家也表示抗议啊，对不对？但是我的包不是我的包演了很久，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有吗？要不然你去问春姐姐，她绝对知道我的用心良苦，是不是？これが可以，猪猪老婆。今天依然爱着你原来是菜菜是不是？为什么奇怪这个账号发出了菜菜的味道？果然是菜菜，我刚刚一下看不出来这个账号菜，OK， 今天菜菜依旧没有被盗账号，非常的专情，好不好？什么我们现在演的不好，我明明就演的很尽心尽力。可是退一万步来说，假如猪猪真的是演的，但没有人看出来是演的话呢？也是也是所以我想说，反正烹演了这么久，但是也不见得要用烹去投递这个什么影帝影后奖，是不是？所以影帝影后奖，中文都不会讲了。影帝影后奖，猪猪再思考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投，或者是再跟大宝老师聊一下，说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录制之类的吧？对。娘家低基金赞助播出，很需要低基金，对，因为我们暑假有好多作业要做，急需低基金，急需低基金我故意都没样讲啊，那边弄蹦蹦自然的不是演的，一家人一生菌，娘家低基金，小鹏你好，嘿，中岛平安中岛好，我这包我来贴成，就是好。就是回来天成，我烹演了这么久，我绝对有资格报名，对吧？你现在什么什么豆腐妈妈那是什么？以地以后讲，蚂蚁的蚁地以后，我来天成的帮我办的就是演的，给评审判断，他们绝对会知道我的用心良苦，绝对评审会说本色演出不能算以后被我本色演出，我本身不是本色演出，疯狂吃螺丝，对，没有错，8月1号先生。然后计价低爱下面什么计价低爱低基金，好了，不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牛妈你这样打出来，我肚子好饿哦。我想起来，我现在中岛被加的。对我中午还没吃，我怎么忘记要吃了？豆腐妈妈是让民生在播的8点我们怎样呢？豆腐妈妈我查一个豆腐妈妈，哇，牛妈真的有在关注真的耶！等一下，所以真的是豆腐妈妈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想讲熊看的，不知道在啥回原来。好，原来是真的有这部剧。好，牛妈你比我还专业牛妈。好然后这是租什么爱低基金吗？低基金很棒而且低基金很贵对这个不像演的3条我明明演的非常非常的认真，好不好？而且我不管，我今年也要来玩一下那个什么。翻车不是已经变成什么搞笑奖还是什么奖？今年好像有些奖项的名字也变了，是不是？就是我要证明我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我就赢了，对吧？那个叫什么奖啊？今年好多奖项，金币奖，等一下反正今年能投的主题卡就是努力投下去就对了。
看一下哦，年度搞笑综艺奖，我跟你讲，这个朱迪卡也投报好不好？投报，我要证明我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好？如此知名干练，就连入围机会都没有，好不好？然后我看一下，今年我要年度搞笑综艺奖，然后演技奖，其实我觉得是想玩看看，如果今年提早整理那个企划书，然后后面有一些时间可以来整理的话，我们就演技奖也来想一下，到底要投什么好了。然后还有什么 shorts 创作，如果这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对，然后年度行销计划，对，这个一定要，而且是厚厚的一叠企划书丢过去。然后游戏这个猪猪可能就没办法，因为很少玩游戏。然后年度综合企划类，这个就可能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应该是霹雳会。然后原创歌曲这个跟大宝是讨论中。然后演唱实力一定要的啊！今天我们就要来练唱了哈。今天要来练唱，但是我怎么又在开始聊天了？糟糕！这个年度杂谈奖这个是一定要的啊！这个朱迪卡是一日不杂谈，那个面目可憎哦。对，这个潜力新星朱迪卡已经没有机会了，对，老油条、老猪条。然后今年特设了这个评审团的特别奖啊，年度优秀创作者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力拼入围，好像才有机会再拼看看哈。好，那总之今年算是第一次，算是比较改制的部分。那年度优秀创作者不晓得入围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表单可以让我们填写。那总之猪猪努力看有没有机会力拼一下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一整年度的东西首先整理好有没有，然后等着就是希望有机会填一下那个表单，然后厚厚的一叠再给他交过去这样子录一遍评审认证嘛，反正就希望了，希望今年第4年也可以有这个机会，对，因为从第1届开始一路到第3届都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对，而且像这种奖，猪猪看到就是支持到底，抱到底，对，反正就是且抱且珍惜啦，因为对我而言办这种活动真的很不容易，对，我的初衷其实还蛮简单的，办活动真的很辛苦，反正大家参加起来就对了。然后这家搞笑奖投了没入围，不有就我只想证明我不是通的，谢谢。这一头胖次被拔掉的时候，胖次被拔掉的瞬间，你确定吗？小喵喵，搞笑很多吗？哪有？我明明一点都不好笑，福利熊，我到底哪里好笑了？是不是？我本频道坚持着非常本土、非常单纯、人畜无害、精明干练。你哪里看得出来我搞笑？看看朱迪卡这精明干练、睿智的眼神，我就问福利熊，到底哪里搞笑了？看看我这个睿智的 4.0。一看就知道，一点入围的机会都没有。我喝口水，明明就不好笑，薄荷而且今年这个搞笑综艺很像，你不一定非得要像之前的翻车奖一样剪片段了，很像也是可以自己演一段搞笑的东西，没有办法，这东西演不出来，太精明了，对不对？猪猪的直播真的很有趣，你看嘛，就是有趣，对对。但是我跟斜咖搞笑咖真的是无法画上等边，不是吗？是不是？哈密瓜先生，不是店先生，你像是黑人问号什么？对，你请推出最精明的，当你没入围就，我跟你讲，有这个奖项，老娘还不投报，老娘不投报，没入围就没入围啊，就没有评审员啊，不然怎么办？好像是谁笑到快中风？等一下，不是啊，我笑我自己，对，跟就是观众觉得喜欢的笑点就不一样嘛，搞不好我笑到旁边快中风了。但是搞不好你们一点都觉得不好笑啊，对不对，福利熊？刚刚那句话太轻蔑，就是我就已经大碗你好坏，大碗你今天就不要给他盗账号，你是不是今天又飞马来西亚把你的账号给其中一位大佬保管了？不可以这样子，你要乖，知道吗？叫你们家他华乖一点，知道吗？他华就来玩第3人称啊，来玩啊，
也不会就是表示不是演的。不是，哎呀，等一下，你昨天如果有拿到圆珠笔的话，那请你就是好好的就是看清楚这只猪圆珠笔上面的那个很可爱的 Q 图，应该也证实满满的精明干练在上面，好不好？你现在拿那支圆珠笔都考数考100分了，好不好？如果你现在已经脱离学生身份，不需要考试了，我跟你讲基本上可能今年绝对蓬勃发展，飞黄腾达，因为我们有圆珠笔的加持，安尼好不好？因为就官方认证没有精明概念，好紧张哦。好了，巨头，不想面对现实，这样巨头这样。尤里你好，到时评论说禁止职业选手参赛，什么职业选手参赛？等一下，你是说精明干练的职业选手吗？因为太精明了吗？就是精明的如同职业般的厉害，是不是？哎呀，店先生，这是我的友军嘛，对不对？对，我们是新任总裁，不是作假的。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友军，保持你的清流，店先生。好，我喝一口水。就这样，对不对？好，禁止职业选手，精明到如同职业选手般，对不对？我懂，好不好？哎，所以如此的精明，我到底搞笑角要投什么样的片段？我想一下。谁知道你啊？毛薄荷，你现在在给我转什么圈圈？是不是？就如同我们梅隆桑刷一排知名干练就对了，不是他哇？你是转什么圈圈？到底为什么要转圈圈？奇怪嘞！我直接崩啦！薄荷，你完蛋了！7月11号我不会放过你，薄荷。说到这个啊，听说有红台北来吼。7月11号不晓得会不会被台风影响，我真的是热切的希望不要我真的好期待这次的线下，你知道吗？我真的台风绝对不准来，让我好好的会你们，知道吗？好，这是在上班呐，上班加油吼，加油，拜拜拜拜。薄荷到你账，你们可以不要互道账号吗？他娃跟薄荷。泽野先生，你好。我真的又要聊天1个小时了啦！怎么办？不是，我今天想说要短时数的练歌，我光是聊天又聊了1个小时，救命！我的歌都不用再练了，完蛋了！薄荷，你没有什么，讲清楚啊！搞笑讲禁止这样。田先生，你怎么令你小心哪一天你的高阶会员回馈被我加奇怪的料，你完蛋了你！嘿，吴贤你好，等下7月11福利熊可是的确，因为福利熊毕竟人基本上跟桃园那边不是同一个区块啊。对，虽然说感觉福利熊要过去应该也不是那么困难。对，那人说他说天要来，不要，那我要请他来吗？请你来，抓不到我就是你们那个谁可以把福利熊帮我绑过去一下，谢谢。谁要是会被殴打的场吧？不会啦，哈密瓜先生，我们这个一拳特点是非常珍贵的。对，一拳特点不是说打就打。对，那至于下次我还没有机会有这个一拳特点，也请各位静待我们这个消息的公布短时数练歌没错长时间炸弹。喵，你学坏了。好啦，因为上个礼拜比较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天开台啦，所以我又累积了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嘛，让我先说完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后事没交代，我才能安心唱歌，安详的就是练歌这样。你们都不会到场的，每个人都跟我讲我要一个一个去检查你们的名字，因为听说大概好像有40-50位吧，但是我前面已经有检查到某一只薄荷的名字了。但后面还有几位的名单我还没看清楚，我一只一只把它挑出来除非你们用奇怪的名字报名，然后我就真的抓不到。对，好啦，那我想了一下，其实7月份也还好，就是有一些可以让我把脚步放慢的时间。对，因为下半年其实还是很多事情，对，还是还蛮多大活动要去跑的。对，但是总之7月份
8月份我们一样把就是今年的就是金币的这个奖项的盛事，快点努力的在这2个月把它赶出来。对，就是可能我跟水晶宝贝会比较干一点啦，对，但是我还是会尽其所能的开台陪伴大家，例如短时数的练歌，对，虽然说我像连练都还没练，都已经1个小时要过去了，花了饭，对，或者是就是在干那些企划书的时候，就直接开工作台陪伴大家也可以，对，然后还有就是要做的功课不只是精密的企划，还有总之8月有一个比较大型的研讨会。对，那猪猪也必须交出我的 PowerPoint 的功课给教授们看。对，所以基本上7月底以前，很多的暑假作业也请大家陪着猪猪把它完成了。至于弗丽莎，我真的感谢你送出了就是朱迪卡的这个核废料蛋糕。还记得我就是福利手送出了5000老师跟吴昕老师的蛋糕嘛？一颗确定是核废料，另外一颗确定是香菜主题。我非常的开心。那这2个蛋糕已经确定了，会在8月的中旬把它制作出来。我也跟大宝师讲好了，大宝老师，请让我送2颗蛋糕过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到，把那个5000老师，把那个吴昕老师，把我们的团队全部抓过来一起吃，请让朱迪卡好好的为您各位安排。当然，我们应该也会拍影片，看看大家崩溃的样子。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崩溃，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崩溃哦！谢谢大家，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排程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后事哦，然后。还有就是应该没问题了。然后对了，也谢谢大家在我们那个生日周边预购的最后一天，我们真的是很开心，我们的背心就很顺利的达最低印量了。对，然后猪猪最近也在整理，就是我可能这边有要公关的一些周边的数量，大概这1-2天就会整理，快点给我们的阿欧，请阿欧替猪猪快点送印了齁。那没有意外的话，我是希望在8月底以前看能不能就至少我可以收到10品啊10拍，我觉得这个给它放进去，可能精密的企划里面也是很棒的这样子。流行梅老师你卖个够啊！我跟你讲，流星展的时程我早就安排在我的行事历里面了，但是我行事历我不能跟你们讲说是8月的哪一天，我真的很担心8月哪一天我跟你们讲之后，万一我在现场那是我要渡掉，我真的不会放过你们，我真的会情不自禁过去凹断你们，折断你们，我跟你们说。让我来看展是不是？咱今天里有这个缘分小渡掉，来过来，你来，我真的会当场冲过去，我超一的，我跟你讲，今天没在惊，我跟你讲，对我跟你讲，所以我已经决定好，这个刘七这个家族的等等已经决定好，在咧8月几号唔通讲，总之是8月初的某一天啦，打死我不跟你们讲。我就不想撞到你们，一旦撞到我一定过去给你们一拳，我跟你们说，完全不用一拳特点的那个金额，你知道吗？直接给你们一拳这样。然后那颗地瓜真实反应影片吗？当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使命必达，佛利手，当然没有问题哦。而且因为其实娘娘也很怕葡萄干，所以你应该有机会看到娘娘厌恶的眼神。至于大宝老师是无敌，大宝老师这2颗我有问过他，他完全无敌。猪猪送来，都吃都吃，我帮你约那个谁。就大宝老师倒是还蛮期待的，你知道吗？知道送逆塔搭讪面线吗？我哪是真正在灯窟在那边的展区被我遇到，我跟你讲，我不会躲啦，躲都不会躲，我直接过去给你们一拳。的邪度掉啊，有无？满身的怨念，满身的惊吓，全部发泄在那一拳，你知道赚到。不是啊，这种时间我们才能避开啊。可是你们也知道，猪猪不会挑太多人的时间，因为我这样子才有办法拍摄嘛。那一定就是某个平常日嘛。对，那基本上人太多，我可能
就没有办法太惊吓，人太多，就是光你要拍摄，就是拍到一半还被人家撞到干嘛的，想体验一下流星在手上，然后可能还要排队干嘛，排到最后那个惊吓值已经下降，你知道吗？对，我就是要最极恐、最人烟稀少的那个时候，把我自己的惊吓值把它拉高，你懂吗？这样你各位同心协力的把棚拉满，我也要努力的安排这一次的高画质影片吗？还有高画质的尖叫声，知道吗？你知道比赛那边我跟你讲，我在那边连深蹲的力气都没有，因为光是踏进去就吓到瘫软了，你知道吗？怎么听起来是粉丝福利吗？卡特在流星战胜，不是朱蒂卡在爱深蹲，打死我也不要在流星战深蹲。我就是这不可能，不行，我在那边完全没有想深蹲的动力，对不起，不行，那感觉真的不太一样，可能边深蹲会边看角落有没有那个流星要冲向我，你知道吗？那感觉不太一样，不行，不要，我都阿里马斯。然后8月蹲点，等一下请假好请假满，你们给我好好工作。真的被我遇到，我真的是过去揍你们！我跟你们说，感谢我的小妮妮13个月的仪式制作才肉臭，我们小妮妮跟小喵喵也是可以领蛋糕的，我们的资优生宝宝吼，可以领个祝寿蛋糕了，小妮妮。而且小妮妮，我前2天有传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神官帽的食品给小妮妮了，真的是超赞的耶！我们朱蒂卡的神官帽有没有？我有分享在 Twitter， 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食品的那个照片了？我想抓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真的是超级好看的啦，好看到完全头皮发麻哎！而且其实在这个神官帽的制作过程中，也不是说不顺利，但是我们的吉祥老师蛮多灾多难的，因为他其实在3、4月的时候滑倒，然后滑倒我是觉得还好，但是没想到他滑那一跤其实蛮激烈的，因为他滑那一跤整个肋骨断掉，很夸张，对不对？他滑到整个肋骨断掉，其实我们其实还蛮惊吓的，对，真的是惊吓。我记得我很像有抓下来，等我一下。所以要等吉祥老师就是整个肋骨复原，有办法跟我们通话，对，才有办法好好的就是继续执行这个神官帽。所以你等我一下哦，把它抓下来。而且吉祥老师他其实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很厉害的这个手工神官帽的大师，所以他就对于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雕细琢，就是要求很多，要求也很高，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杨丽花跟孙春凤姐基本上都会委托他，就是亲自就是算是御用，就是2位国宝级的这个天后有没有？我们丽花姐跟翠凤姐会直接就指定请吉祥老师替他们制作他们演出用的神官，对，所以哇，我们3D 朱蒂卡神官帽真的正式完工了，真要爱盘下催泪一个，有没有？感谢我们小妮妮在我们去年的这个募资活动的支持，当然大家也是非常非常支持，真的很谢谢你们。对，然后大家的募资品我们也尽可能的在半年以内快点送到你们手上了哈，希望就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对，小妮妮，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让你久等了。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精雕细琢的这个工艺品总算真的完成了，而且 Double 老师他迫不及待，就是想要快点收到。Double 老师要亲自送到小妮妮府上，对 ，Double 老师坚持，对 ，Double 老师问说：“快点，请吉祥老师寄到我们家，我再跟小妮妮约时间。”Double 老师一定要亲自过去感谢你这样子，对，就是，所以吉祥老师在上个礼拜完工之后，他是亲自打电话过来跟我讲说：“猪猪啊，不好意思，我总算可以讲话了。”我说：“天哪，真的这么严重？”他说：“对，他因为肋骨断裂，你们知道肋骨断裂的状况，呼吸讲话很痛苦吗？呼吸讲话痛苦的状况下，他是完完全全大概熬了1-2个月才有办法，就是稍微喘气，稍微把话讲好。对，所以你们希望你们不要
经历过肋骨断裂，但是如果一旦经历过的人会知道那个当下痛苦指数真的是你一分一秒在呼吸，我们不可能不呼吸啊，但是你只要一呼吸就痛，你知道吗？断裂是会呼吸的痛啊，对对，断裂很呼吸很痛这样啊，是我的文文，你好，审美的对不对，文文？所以我们去年募资的这个神龟帽，真的谢谢吉祥老师在复原期间也是努力的赶工，他的肋骨断了，但是他恢复了，然后神龟帽总算也真的完工了。你的挂轴上下棍真的假的？上下棍居然脱落了，怎么会这样子？对，快点连起来，小妮妮，因为会压制到肺部，对，真的很痛。神龟帽要渡劫吗？因为其实吉祥老师也是我们高雄的盐城区的二爷的 K 干，就是干儿子。对，所以这部分我有跟吉祥老师问说，你是不是也是有稍微去问一下神明怎么会这样？然后的确神明也跟他讲说，这个的确是一个劫，对，但是过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我们都是非常喜欢就是讨论玄学的这个子弟之类的啦，对，所以神龟帽正式完成了，对，也请小妮妮期待一下，看我们什么时候再跟您正式约时间送到府上去这样子齁。然后不用锻炼啊，敲几下哦不，福利熊听起来好可怕。好，对，反正就是很谢谢，就是我们吉祥老师这一次就是在渡劫的这段期间还帮我们完成的神龟帽啊，而且吉祥老师他真的很龟毛他其实在这个版本出现以前已经试了大概3-4个版本，他真的是不开心，然后觉得不满意就直接打掉重做，对，所以他已经反复试错大概3-4次的那种了，对，所以呢果然成品真的是工艺级，太厉害了。好，小妮妮你在等猪猪跟你约时间，我们再请大宝师送到府上哦。然后昨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公司的文文，让猪猪有机会在公广20周年的活动跟小朋友互动啊，猪猪超开心的，小朋友真的都是天使对，而且我就是会一一确认他们几年级，然后就是跟他们就是询问说学校的活动，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台语教材，他们考试怎么考，然后他们都露出就是不敢相信的眼神。猪猪姐姐怎么知道？我就说是你们老师告诉我的。好可爱，谢谢我文，下次有类似的机会的话，猪猪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对，感谢我文的引荐，然后也恭喜公广20周年了。对，昨天我跟你讲那个场面堪比迪士尼，你知道吗？堪比就是想说是怎样，我们公广要发整理券了吗？我文你可能下次要考虑一下发一下整理券，知道吗？真的是人潮多到爆夸张行秀离合然后接下来新成立后我们强迫实用感想很像还没有安排对不对？文文对，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福利熊在我记得应该是6月的那个3色豆的蛋糕有送福利给文文，对但是文文刚好很像是那个月有一些出国的安排之类的，对，所以可能我们再请文文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安排一下，没有关系，这个不急对真的考虑要发整理券了，对，而且文文说可能就是最近大家比较忙，但是他确定要开直播迫害粉圆跟emo 的时间的时候会再跟猪猪说，这样也谢谢福利小福利送暖在我们的文文以及我们的emo跟粉圆身上，我也很期待他们吃3色豆蛋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新城，然后第2 13个月，我们小妹妹跟小妮妮都可以领朱迪卡特制独家蛋糕了，对，看你们想什么时候领都可以跟猪猪讲，好不好？你们都好棒，谢谢你们持续的支持，好不好？然后对，等你们一下，是的，我们没关系，我知道你们都很忙，然后特别是金币奖的这个筹备也真的辛苦你们了，对，就是有空档的时候再安排就好，对，不然会连装。福利熊，我们家的文文姐妹有机会连装我们的迫害料理是吗？实在是太疼了。什么叫做爱屋及乌？对，这就是爱屋及乌。我们家的大佬特别喜欢爱屋及乌啊，文文姐妹。对，如果这个月又不小心又连装了，我只能说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他们的爱，他们迂回的爱，好不好？也谢谢文文，其实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你们3剑客开台，然后就是吃那个3色豆蛋糕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互相叼来叼去吧，就想到那个画面又觉得很有趣。好啦，但是大家总之呢，身体照顾好，对，然后就是有空闲时间，有确定什么样的时间要开你们互相迫害的那个吃播，再跟猪猪讲，对，猪猪会再过去看一下你们的状况。好，感受这份爱，也谢谢文文的邀请。这次公广的活动，我也感受到满满的活力跟热情，而且真的很多家庭真的排队一排就是1个小时我每个就是家庭都会问说，请问你们排很久吗？他们都说对，然后40分钟、50分钟起跳的，哇靠，这不是要排迪士尼吗？我们下次可能要那个整理券，可能准备一下，好文文，一定挑你不会吃的送的，福利小太坏了。不要紧，没关系，反正现在搞不好我对葡萄干已经有抗性了。听说后面还有5盒，是不是要陪我一起深蹲？是不是？不得惊的，反正我第2个食材还没被蹦出来，我不得惊的啦。谢谢大家。这是布丁太和平的略过吗？可是啊，福利熊，我跟你讲，很好吃这次的花椒冰呢，我真的觉得它有满满的奶茶味，它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在星巴克喝到了一款印度奶茶的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我之前找寻的那个味道，居然在这一次自己随便制作出来的配方制作出来了。我的天哪，原来花椒粉加进去就可以完美呈现印度奶茶绝美的味蕾，你知道吗？是5香吗？不是，怎么是5香？不是5盒吗？不是5盒吗？就居然是5家，救命啊！真的假的？不是5盒，是5香哦！what the fuck？我就不应该看错量词，居然是5香吗？我就不应该看错量词哦！可恶，真的是5香哦！完蛋了！太棒了！我觉得这葡萄干可以陪我深蹲重训10年了吧？居然是60盒，怎么回事啦？印度原来如此，花椒是一种新香料，没有错。对，所以这次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制作德国布丁，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在思考说，哇，这个德国布丁好吃归好吃，但是要怎么应用在花椒里面？我原本想说是不是塔皮？但是我想说，塔皮其实大家之前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凤梨啊，什么那个什么瓦萨比，对，凤梨山葵塔都已经吃过青花椒塔皮了，对，所以我想说，不如这次我就狠一点，我融入在布丁的内馅好了。所以塔皮这次我就很和平，但是布丁内馅我就完全这怎么手滑了？哎呦糟糕！哎呦怎么手一直滑啊？对，要不然要加整罐进去，你知道吗？就超好吃就哇靠，印度奶茶味道回来了，好开心！黑猫怕死了，李大伟，而且爱梦跟大小姐，我已经跟他们讲说，那个你们那个8月我们真的要约一天哦，对，你们要过来哦。而且上次大小姐化身成老板娘不是，大小姐化身成那个工读生，然后我们黑猫啊，我们爱梦啊，化身成那个老板娘的效果真的很好，你知道吗？我真的好爱他们。我说头家娘啊，跟工读生哦，拍摄咧8月的时阵哦，过来100好不好？过来阮兜100我请那头家娘跟工读生来吃一个饭啊，安尼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好啊，他们好，所以8月我们会约一天哦，我们姐妹在那个台语稍微再聊一下，好好玩哦。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整盒，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很多玩本土的那些内梗，在金币奖上面我也尽其所能的看有什么奖就投到爆就对了。对，我们真的要且投且珍惜，就是什么奖都好。对，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证明我精明干练的奖项，没有错，精明干练，谢谢。喝个水，台风来着。闪灵宝贝，我跟你说，我就知道台风季要到了。我这次的这个奶茶花椒德国布丁，我多做了5颗放在家里。对，我不会再只有羡慕我们家大佬了。对，就不要再成为那个羡慕别人的人。对，反正我自己囤就好了。反正台风快来了，我就知道大概6、7、8月我都要快点，就是多做一些囤起来。对，我就可以成为大佬。对，理解大佬，成为大佬，这样对不对？长官，你怎么突然在转圈圈？长官。等一下，不要捂着。水木先生，你乖。水木先生，水木先生就乖乖吃你的花椒布丁就好咯。你有5香，
从那边跟他独占一下。等一下，黑猫那边4箱是不是？哦，也就是说黑猫可以帮我分，是不是？是哦，我的好姐妹哦，也就是说，爱梦那边可以帮我就是坦4箱，也就是说我这边只需要有1箱的量就对了哈。好险哦，我的嘎仔。我的好姐妹就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帮我分担一下啊，吼，那喝鸡梅啊，那隔壁还掏给你，我今天就搞做人有无？上礼拜五，是上礼拜五对吧？哦，是上礼拜五，是不是？哦，好哦，完全忘记吃晚饭吗？然后酒馆停业1天这样，等我们主播提早一起吐。不是水灵，我觉得你今天不对劲。水灵，不好意思，最近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企划量太多了，已经开始转圈圈了，是吗？水灵有很多致命干练的讲弹出每影片可以到，有啦，我的影片不是随便选都致命干练吗？对不对？我今年也要努力说服评审，我就是致命干练，对不对？猪猪不用怕台风天买不到菜，可是葡萄干不是菜啊，葡萄干不是菜。1箱是他皮吗？可以啦，他就帮我吸一些仇恨值，对不对？我们老板娘对不对？隔壁老板娘也怕他要死，你忍心让他谈吗？不是嘛？我嘛惊到要死啊！吼，咱各人做呀，各人打，我已经打伤济啊！咱隔壁头家娘替我打一个吼，咱喝鸡梅啊，然后咱共同来打一个有无？是不是？我们黑猫老板娘吼，真的是吼。重情重义，替我担了4箱，好不好？我们8月再把他正式邀请过来，好好的谢上一谢，对不对？五盒不要硬要弄的水手沙会，等一下硬要弄的水手沙大会，等一下，好可怕哦！那个男人一旦交代了些什么，我真的就要皮皮唰你刚才。好的。不管如何，葡萄干已是事实，已是既定的事实了。对，反正我觉得我大概有3-5年的时间有葡萄干陪伴我重训，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对，我觉得我的肌肉又更加的丰满了，一定是因为葡萄干跟凤梨塔的缘故。虽然说嘴上说不要，但是我觉得我的肌肉非常非常的口嫌体正直，它开心的吸收着这些葡萄干呢，真是的。所以因为有皇冠哦，那个很像是 YT 的一个什么前3名的机制，那个很像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判定的，总之是很像是什么频道粘着度的一个什么名次吗？可是他的判定的规则其实猪猪也不知道。总之恭喜第3名这样子吗？主要考虑什么？葡萄干水饺。这个东西包一包绝对不会是我吃啦，这个如果你们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啦，是不是？隔壁老板娘依旧丽丽，你们给猪猪，他还能做料理。不一定啊，我今天这个材料我还得要上呈我们福利熊啊，这个福利熊我是不是就是跟你就是询问一下是否可以拿来做这个料理，还是朱莉卡只能用来那个健身重训用呢？我还必须就是呈上企划书，呈上就是那个允许才知道说我现在这些葡萄干到底是私用还是可以公用，你知道吗？这个一定要上呈上去询问过，你知道吗？原来是留言跟斗内计算的，是不是？所以这个 Hi Tay 桑，你这个砰砰，请问那个什么750块的这个砰砰，什么练哥加油，在写 Hi Tay 桑吗？就是因为你这个750块，所以你像龙登第3名了是吗？就是你，水母先生是不是你？我已经代谢完的砰，不晓得为什么刚刚又掉落下来，是因为你的关系吗？这位砰砰先生就是你对不对，水母？然后。留言跟抖内就会慢慢加分上去，可是我觉得大家抖内，好，抖内我们先不算，我觉得大家留言也都还蛮积极的啊，这到底是怎么算的？还是放的葡萄干量多，然后就算上去？怎么可以这样子？8月1号先生也不懂，然后留言加 AC 都有分数，当天直播排名是不是？胡说八道先生，你确定没有胡说八道？好，我相信你没有胡说八道。那皇冠是多话跟互动去算积分。可是水母先生，我觉得他的留言蛮平均的啊，顶多葡萄干放的比较多哦。
可以包香菜水饺给吴仙老师，老师说香菜水饺要的话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你知道吗？香菜水饺哦，何乐不为，乐见其成。然后，人红49个月已拉塞，快50个月了是哦，谢谢我的小组长，看到咱的看到咱的小组长，我就想到咱的去年的那个什么鳌头低有无？什么？还会掉吗？水灵，你真的很爱掉，水灵，你不对劲，你怎么会帮助面线把我的烹掉下来呢？水灵，你不对劲，水灵，不是吗？所以那个烹750块不是水母先生啊？奇怪嘞，那水母先生皇冠怎么来的？好，不管。感谢胡说八道先生加入40个月了。对啊，立马细撒各位啊呢，一个留言加25分，但是一段时间里面最高只会加75分。好，所以像第3名又变成他瓦了，等一下怎么回事？第3名又变成他瓦了，等一下，好吧，总之会跳来跳去。好，对，谢谢神灵宝贝，刚小弟的7.9块嘿，还会掉，对，它掉。水灵姐姐觉得你今天不对劲，我觉得你应该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来，你乖，来让姐姐好好安慰你一下。水灵，你乖，水灵你乖，对，你不要帮助哥哥他们掉落什么奇怪的棚，好不好？而且刚刚那个棚还真的掉下来，到底怎么回事？谢谢你们，对，来让我喝口水。我觉得我。那现在投个葡萄干葡萄看看。不要再掉什么包了，这里没有什么包，我就要开玩笑。我今年也要有知名干练投报金米奖。现在我们直播间突然掉落这么多棚，我怎么样说服评审？我应该如何说服评审？他们就只能看到一堆棚的掉落，不行。对，我想改成知名干练好了。对，然后改知名干练就没有人想要投了。对，因为他们不想掉落知名干练。张水母，你给我出来！张水母，你不是说你25号发薪，然后现在应该不是，现在还没25号，现在才月初，不是吗？张水母，感谢张水母的，好，你750块也掉落了，还蛮多葡萄干的，对，感谢什么鬼？哦，不知不觉49个月了，没有错。哦，水灵只是最近 LOL 打太多，然后压力山大，是这样子吗？哦，不准笑长官，不准笑8月1号先生。哦，那个是发话的点数，好像在某个时间点打字就会增加点数。哇，某个时间点居然还有规定，是不是？水灵只要再补1年，不用多久可以领蛋糕了，对吧？我记得水灵宝贝，对啊，水灵宝贝，因为我记得去年福利熊送暖，我看一下哦，来，我看一下我的小本本。我的小本本呢？再等一下，我都有小本本。我记得水灵宝贝是去年9月补满1整年，所以没有错的话，我记得水灵宝贝是吃到今年的8月啊。我看一下哈，下本本，等一下。哎呦，不是我那个奇怪的什么 BL 的本本呐，不是呐，是说我们尊爵不凡的大家的年资的这个小本本呐，有分那个迫害呀，然后跟我们中规中矩的仪式组啊，然后我看绿界啊，然后还有我们 YT 啊，然后送了喝谁？我觉得水灵宝贝吃到今年的8月，对，因为他是从去年的9月是他的生日，然后感谢福利熊送暖，对，然后。整整1年，水灵宝贝要1年了耶！水灵宝贝要1年了耶！你想吃蛋糕吗？福利熊，你又打算送暖了吗？真是好暖啊！真的是爱屋及乌，福利熊熊福利呢！统称话痨排行榜，居然是统称话痨排行榜吗？也就是说，水灵宝贝，感谢你是我们 YT 认证最话痨、最爱姐姐的我们的小水灵宝贝啊！不要给葡萄干，不要再给葡萄干，我不要，我已经后面有12盒了，我不要。不过这个
个12盒，我是觉得我家的鸡肉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对，就是我家的。虽然说吃下去的瞬间，我真的一直在对，但是我的鸡肉真的口嫌体正直，它非常非常诚实的吸收了。看看我身上的肌肉多么的蓬勃，是不是？对，蛋糕记忆大考验啊！是的，任红下个月月底生日，对，猪猪在面线们的算是生日表单上面都有做记录，对，谢谢你们的支持。水灵应该是没领过蛋糕，水灵有哦。水灵去年有领过绿绿的蛋糕，对，猪猪姐姐还特别帮她放上了一些绿绿的东西哦，有领过，就是我们福利熊送暖的水灵宝贝的蛋糕。水灵宝贝当下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呢，水灵，哎，真的，水灵的蛋糕其实去年最和平吧。水灵的蛋糕算是很和平，然后薄荷的蛋糕也真的是很和平。对，薄荷的蛋糕我也是印象深刻，因为太和平了，你知道吗？和平到印象深刻，是不是？蛋糕先放一边，当家总裁优先吗？哦，不管是蛋糕还是当家总裁，基本上都是优先的，好吗？对，像是小喵喵想要什么样的蛋糕，已经可以跟妮妮姐姐一起跟猪猪姐姐说咯，好不好？对，话痨大佬，所以水灵宝贝你最话痨。现在考到第2段，所以普通队最高就有150，水灵斗内水突破了哈。我们感谢水泥的不是水泥的水灵宝贝，你变水泥了啦！你好，熊熊被恐古令啊！感谢你的75块突破我们的话痨的这个冠军了，好不好？对，恐惧之恶还没被爆出来，然后送葡萄干。我打死我不要跟你们讲说我第2个最怕的食材是什么，我不要，我觉得我会被玩翻。人红主讲还没领过哦，对，那个是属于我们高阶会员大佬，在我们的高阶会员加满12个月，或者是您直接选用我们的绿界会员的半年、1年这样子加起来，加总猪猪都可以帮您算进去哦。沈林领过了，想要不要再一次吗？福利熊，你真的是本频道的货真价实的福利熊欸，你真的好福利哦。我是觉得福利熊真的是很爱屋及乌，很疼爱大家欸，对，因为是这样子。看来他瓦失忆了吗？没有关系，他瓦，我只能说工作辛苦了，有这么多他瓦分散记忆力，分散记忆的他瓦，对，话痨大佬，水泥等于水灵，你要的很简单，你只要芋泥布丁蛋糕吗？这样子，等一下，你确定要这样子吗？不行，那个做完之后我会偷咬一口，不是，小喵喵。你只要芋泥布丁蛋糕，那猪猪姐姐可以咬一口再送出去给你吗？那个字不是，那个都是猪猪姐姐喜欢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眼睁睁看着她就这样子送出去，不行，送出去的当下，请让我咬一口，谢谢。小喵喵，你确定只要这样就好了吗？那猪猪姐姐咬一口再给你哦，好，我跟你讲好了，我要吃你的蛋糕，水泥。要到海边是不是三角形？好了，你现在还是继续成为你的原型吧，亲爱的。后面变成水银是吗？结果问题以破坏或是赠送形式累积的蛋糕只能1次吗？我想一下哦，基本上我还是会帮你们。我想一下哦，我基本上还是一样啊，因为基本上就是如果想要再领第2次蛋糕的话，基本上还是要以那个绿界，还有我想一下，对，绿界的半年跟1年，就是等同于你要领蛋糕的话，就是第2次以上的话，就是可能要直接走绿界了这样子。对，反正这两边其实不管是破坏还是仪式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只是一个就是送出去，你不能送给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自己使用的这些福利。对，所以基本上两边东西是一样的，没有错。一起分就做2个芋泥蛋糕，要看小妮妮她什么口味耶。对，破坏累积可以第2颗，才快要第2颗了，然后继续躲起来，拜拜福利熊。对，拜拜福利熊。什么福利熊拜拜？什么福利熊拜拜哦，救命！对，但是破坏的话，因为破坏的话基本上是累积各位大佬的爱心，对，所以破坏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有把它算进去。但是因为第1次蛋糕可以累积，但第2次好像要直接买才行，印象中这样。对，没错，对。
口味不是芋泥布丁吗？啊，你是说小喵喵吗？对，小喵喵的部分吗？小喵喵的部分吼，小喵喵的部分就是芋泥布丁而已吧。对，然后水灵宝贝，我记得你那个时候的口味，我可能要再回去翻一下，但我记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和平。对，然后迫害的话没错，迫害的话，因为是这个大佬送，那个大佬又送，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我也是会累积起来。对，但是自己的部分基本上我们还是走，就是说你可能要自己吃的话，基本上就可能还是要走绿界跟那个什么绿界的什么半年跟1年这样子。对，而且说到这个真的是超级感谢大家的支持。对，因为猪猪的部分没想到大家可以愿意就是黏在就是猪猪的高阶会员这么久。对，所以万分的感谢你们大家，对，万分的感谢你们大家这样子，谢谢你们啦。对啊，而且其实我常常就是一人上工，然后很多的事情，然后就是也很愿意让大家都很愿意提醒猪猪，可能有些东西可能该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忘掉了一些什么东西，也谢谢你们愿意就是不厌其烦的就是提醒之类的这样子，真的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谢谢。然后猪猪喝口水哦。对，没错 YT 是这样子，没错。嘿，没错，我觉得福利熊比我还了解我们的福利。福利熊，你是我的福利 NPC 是吗？谢谢你们啦，对，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接下来就是猪猪，其实在下半年排了比较多蛋糕，是因为其实我可以在上半年做安排，可是因为下半年其实比较多一些新的，该怎么讲，可以使用在蛋糕上面的一些元素。对，所以就是刚好新一装，透过新一装就是更换了之后，我们这边猪猪自己也帮各位大佬就是有一些多的一些算是高阶蛋糕上面的装饰也做出了一些更换吧。所以接下来就是下半年猪猪也会努力的把蛋糕把它赶工出来，所以大家就是刚好满12个月的，不管是你还是小喵喵也谢谢你们的支持。那看说你们想在什么时候领蛋糕都可以跟猪猪说了这样子。对，然后也感谢我们的阿崔，也是在8月底生日。那阿崔是在今年的1月就已经有直接投递我们1整年的这个以世族总裁的绿界。对，那他好像也不急着吃蛋糕，所以我也是帮他安排在今年的8月底就是可以领蛋糕这样子。对，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般自己的累积起来可以吃第1次，第2次要直接但是迫害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是因为就是在 YT 这边基本上因为它的抽成是比较凶的。对但是绿界这边我是另外再开放说，如果绿界这边有累积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累加上去。对，就是以抽成去做判断，因为说真的像原物料涨到很夸张，我像6寸蛋糕之前自己做嘛，然后做一做觉得说外面大概卖500-600，就觉得说哇，大家真的很支持我们。对，但是现在你知道吗，我6寸蛋糕箱在外面看，有一些可能要说贵吗？我先不说贵好了，可能他们门市原物料用的比较好，一颗6寸蛋糕可以卖到1800块。我突然就觉得奇怪，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好像真的很划算。我突然就觉得我高阶会员回馈真的很划算耶，大家支持起来，谢谢。对，所以其实之前有开那个3800，但是我不特别强制大家一定要移过去，因为我相信3200其实对于有一些消费族群而言已经算是紧绷了。对，但是你们愿意就是投递到3800的这个高阶会员的福利，就非常的感谢。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不強求，因为基本上大家每个月可以挪用的娱乐费或许3200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紧绷当然不包含就是不包含就是可能就是每个月可能3800、3200把它当成32块、38块在就是消费的大佬们。对，但是我是考量到说其实原物料已经涨到我是觉得很夸张的状况下，我还是不调涨，是体恤大家就是希望可以还是不要太有压力的这个方式支持猪猪。对，所以当初在绿界才规划说迫害的部分我可以让大家累积一样可以有蛋糕的状况。对，但是可能在YT 的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对，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就不能迫害自己，然后可以累加，如果自己要吃的话，直接没错，然后你迫害下去，这样，9月就有3颗要做哦，其实可以安排耶，因为9月的部分，其实9月猪猪这边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公开，对，但是我先乖一点。总之9月也是会有让人期待的活动，对，但是我9月不会排太多的行程，因为我9月也想开始还一些蛋糕给大家，对，因为其实今年我觉得今年度我们做了很多突破性的蛋糕在我们的频道上面，例如我们的那个谁吃槟榔还吐司蛋糕，还有那个核废料蛋糕也是我们今年度的主打，对，然后很多啦，还有那个什么我们去年下半年刚开始的那个什么香菜什么皮蛋的生乳蛋糕那些东西，对，我觉得哇，这些东西我觉得以今年度来推广这个算是创新行销料理的部分，我觉得还蛮有主题性的，对，所以蛋糕的部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我其实也在期待8月份我们还有一颗悟星老师的香菜蛋糕，我还可以怎么玩，对，我还在思考要怎么玩它齁。大概这样，所以9月开始如果有3颗也没有关系。福利熊，你不要忘了，我在去年的3月很像赶了9颗蛋糕出来，你还记得吗？我在去年的2、3月赶了9颗蛋糕出来，所以只要跟朱迪卡说，我必定使命必达。对，只是你们可能要等我，就是要做蛋糕，比较没办法开台这样。可是9月份我其实也是有安排，也是给自己算是脚步放慢一点。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9月如果有3颗的话，我是觉得也不要紧，嘿，反正我都会安排下去，这倒是不用担心。然后看一下，外面蛋糕真的越来越贵了。对，传说中的萌新成绩啊，听说那个听说他娃，你们家那个他娃娃不是有加过吗？你们家的他娃有加过，我记得啊。弄水灵，目前不确定。我记得艾梦不是已经可以领蛋糕了吗？对，然后诺诺的话，基本上他没有特别提出要什么时候收的话，我应该会帮他安排在9月，那个是不用担心。然后水灵宝贝，如果真的也加上去的话，猪猪这边也会就是加紧安排，这个倒是不用紧。对，小好怎么玩？是老师吗？地瓜加上。可以耶，因为地瓜其实我自己也很爱吃。今天有个问题，看要2个3、2班绿界跟等一下我看一下，2个3、2半年绿界跟12个月38绿界。等一下好，他娃，我等一下晚一点帮你算一下。他娃辛苦了，谢谢你，我等一下晚一点帮你算一下哦。他娃现在目前还是依旧是我们的那个算是年资第1名的大佬的状况，也非常感谢他娃的支持。我等一下晚一点帮你算一下。对，然后福利熊目前是荣登我们迫害大佬，而且他的迫害年资全部收回来，大概也要破100了，知道吗？地瓜泥蛋糕应该不错，地瓜泥蛋糕，救命！地瓜泥蛋糕，地瓜泥蛋糕。我觉得可以，因为加香菜的话应该会蛮痛苦的，对于悟星老师，对，应该会蛮痛苦的。对，他懂领到混乱。没关系，他娃，我再帮你算一下，好不好？他娃，谢谢你。而且我是觉得下半年度就是大家的蛋糕快点缓一缓，对，而且我这边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样都可以加上去在你们的蛋糕上面，这样子。当初是3个都加错乱了吗 ？OK， 谢谢他娃，真的非常感谢。对，他娃有一阵子真的是非常的一下萌总，然后一下 YT， 但是 YT 这边就算了他还同步加就是绿界的仪式组，所以是三方总裁，你知道吗？对，超级3方总裁，超厉害，而且他娃上的年资已经要逼近70了。70是什么？70他娃70那个什么？你已经耳顺完之后，70是什么？等一下，70他娃70是什么去了？我前2天还查到70是什么啊？从心所欲之年啦。
从心所欲之年哦，他吧，你现在是从心所欲之年哦，好不好？你已经要步入从心所欲了，好不好？对。我们这个就是有智慧的长者呢，对于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指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尽量问他吧，就是这样子，如同 AI 般的厉害这样。好啦，地瓜泥蛋糕，我跟你说啦，雪玲宝贝，你提出了一个很棒、很棒、很棒的点子，我只能说我谢谢你了。那如果吴昕老师吃得很痛苦的当下，我一定会说。想想水灵，他提的。水灵，你帮我考一下，水灵。马克先生，谢谢你昨天有来到公广的20周年的活动。我其实在连线活动有看到马克先生在后面排队，但是很可惜我的时段到了，就很像没有机会轮到马克先生。对，但是我在排队队伍有看到马克先生，我跟他打招呼这样。比在说你都快长出白头发跟皱纹。不，我们这个。随心所欲吗？叫什么之年？等一下我又忘记了啦，他哇，从心所欲之年呢？我们这个是智慧，不代表外表，好吗？还有一个更狠的，地瓜泥做好，混合一些切碎的香菜，上面再铺一层香菜。这个帮我截起来。那个谁啊，把福利熊这个截起来，帮我丢 DC 一下，谢谢。反正都已经要崩溃了，我们就做到最崩溃，你知道吗？而且台湾地瓜。台农57号地瓜之好吃的，对，如果真的要这样玩，我们就玩台农57号地瓜，好不好？更简单一点就是百事上面放蒸好的地瓜加香菜，然后地瓜可是地瓜不剥皮，我很常这样吃因为其实很营养。可以把吴昕老师的把香菜打成泥后加吉利甜面。其实我觉得那应该会好吃因为香菜布丁，店先生没有不行啊。地瓜不剥皮，地瓜不剥皮很好吃啊！我都会把地瓜皮刷干净，然后直接吃我会。拔丝地瓜感谢我们台长厉害。拔丝地瓜倒是不好做拔丝地瓜还没做过，但是它制作过程蛮不容易的。对，要做出好吃的拔丝地瓜蛮不容易的。对，没事。包含公示活动吗？是真的，也谢谢你们。昨天真的人山人海。一璇，你早马来呀？我们一璇昨天也有排到队。一璇，你昨天的队伍，你轮到猪猪的时候，你领到的原子笔是猪猪的吗？还是已经发完了？我们一璇昨天也有看到谢谢你来相爱相杀。又不怕那颗地瓜吗？我只能说，真的，就是他就只能等待着。他的蛋糕哀哀叫。大宝老师，等一下，大宝老师，你听我讲，我不是我真的有要练歌。大宝老师，我有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核废料3色豆蛋糕啊，还有就是那个香菜蛋糕，我们要一起齐聚大宝老师家，对，一起迫害，然后一起找那个吴森老师，还有就是大家一起来迫害，就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对吗？大宝老师，我们现在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玩这颗蛋糕。我会练歌啦，真的啦，我会练歌哈。然后等下我追一下聊天室。讲到香菜，上礼拜去酒展买了香菜酒吗？香菜酒站马克先生你百发百中要看吴昕老师吃不吃剥皮的地瓜，我觉得他应该吃吧。如果有洗干净的话，不剥皮的地瓜其实也很好吃啊，超神准。我们感谢马克先生。但一手还没练，我会练啦。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8月有两颗蛋糕要在 Double 老师他们家一起庆祝一下。目前聊了2个小时，真的啦，我真的2点半开始练啊，真的啦。地瓜泥跟那个红萝卜牛外层然后托迪卡跟大家的福吗？马克先生真客气，感觉老师知道真的会崩溃到裂开。不会啊，大宝老师我已经有先跟他讲了，对，就大宝老师基本上应该是里面抗性最强的。大宝老师，我们的那个4色豆和废料蛋糕跟我们香菜蛋糕靠你咯，因为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宝老师都可以照单全收的，不是吗？是不是？然后今天对，今天真的是一发入魂对，然后香菜酒看一下燃烧神教宫香菜酒的香菜味真的是浓厚要去炸别人的舌头，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Wildfall 我记得 Wildfall 每次听到这个词感觉都是冬天
哇！可是说真的啦，一转眼已经7月份了。对，一转眼已经7月份了，那是不是很像？如果真的要 Y4 的话，好像感觉 4 Gamer 好像又要开始动工了之类的。哦天哪，今天洗干燥那杯。好，总之虽然挑食，但是目前拿到的是敢吃。Double 老师，我们那个4色豆蛋糕你绝对没问题啦吼。然后我们还有一颗那个吴昕老师可能会崩溃的那个香菜蛋糕的这个部分吼，这个吼我不晓得就是之后会被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对，总之就是有跟Double老师讲说，希望看大家不要一起来到Double老师家吃蛋糕，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我不管。不能就我一个人受伤。好，丁先生讲的是吴昕老师，今年提前到中秋节哦，今年有提前是不是？哦，提前办了，是当初那个嘎鸡，对，没有错，他哇，没有错。而且那一年呢、就是好怀念哦，那一年就是猪猪用嘎鸡底下打怪，我真的现在想到 Weather Force， 我就想到冷冷的冬天呢，是在南台湾很稀有的冷冷的冬天，哇，一转眼又过了1-2年了。对，他哇，你记忆力真好。老爸老师挑食是讨厌什么食物？我记得大宝老师不挑食啊，而且大宝老师他基本上香菜、辣椒都可以直接吃，是有挑食吗？大宝老师，我们这次那个什么香料布丁啊，就是那个花椒布丁，超好吃，超好吃！你收到一定要快点吃，知道吗？5告好价。好啦，那应该时间差不多啊，我真的要练唱了啦。我真的要练唱了，然后盛红你好，早安早安我今晚真的要为他唱歌，而且原本想说7月份开始我们有很多功课很多作业要做，所以我们就以短时数为主，但是为什么一聊然后2个小时就过去我们一聊2个小时就过去大宝老师我问你哦，就是今年的那个演唱实力奖的那个伴奏我们可以自备，然后猪猪其实也不晓得说到底要怎么改编，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先中规中矩的把那个原 key 先练好，然后之后再看有没有什么的什么钢琴版还是什么吉他纯伴奏版都可以，但是我又不会弹奏钢琴什么吉他，可能是不是要找个乐师配合，但是我觉得有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我再想一下好了。我个想一下，我先把原 key 先练好吼。是吼你你头头不是你可以有困难吗？不吃的东西很多，但喜欢吃的都是普通的东西。等一下，丹宝老师，你不吃的东西是什么丹宝老师，你讲出来，蛋糕可能就出现了，你先不要讲好了。因为我8月会有2颗蛋糕送到大宝老师家，我要过去跟大宝老师一起吃，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吃啊！对啦，梅龙沙2小时了啦，我真的会练唱啦，我真的会啦。对，金属摇滚版吗？改编看时间跟预算，我觉得时间很紧促，所以我觉得改编猪猪也不知道怎么改编，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中规中矩的，可能就唱原 key 吧。对啊，对，这次的伴奏要自己准备，所以这次吉米奖他不提供伴奏。对，不过啦，基本上这次的演唱实力奖，他还是以自己的唱功为主要的评选方向。至于你怎么改编这个，基本上不会有评选的一个争议产生这样子。对，然后下午要上班，所以1点20分就醒了。好，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不喜欢吃什么？福利熊，你看有没有办法调出那个大宝老师讨厌吃什么？那这样子那个第2颗香菜蛋糕上面里面搞不好就有机会加上去了，因为反正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嘛，对不对？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哦。还有那个水灵宝贝，你现在顺便讲一下你害怕吃什么搞不好你的那个9月份的蛋糕马上的吹了起啊，知道吗？想要这个加速你们那个庆生蛋糕的这个速度呢，只要公出你们害怕吃什么，马上就有福利了知道吗？这是公式，这个是捷径，知道没有？娘娘绝对会皱眉头，因为我们的核废料蛋糕上面已经有葡萄干了，这个娘娘绝对皱眉头了。对，但是大宝老师目前怕什么，就连朱迪卡本人也不知道，好不好？不喜欢吃的东西很多，但唯独牛吗？不会是我们的牛吗？对，但是我们今天很像不是那个什么
土味情话大赛，对，要不然我就要颁奖给你了，牛妈。我现在是去年这个，哦，真的吗？幽灵，然后猪猪去问娘娘吗？可是娘娘，我跟你讲，娘娘很精明的哦。娘娘，我一旦这样问，她一定会先问我说：“猪猪你要干嘛？”我觉得我就是不会套话型的，对，但是我努力套看看的好不好？但没得挑吗？没有挑的吗？水灵宝贝没有挑的。对啊，水灵宝贝怎么看都是一个不挑食的好孩子。万一两杯老师说害怕吃炸鸡我帮他吃，拜托，对，我可以放上去，他吧？还是你这次蛋糕想要放炸鸡，我可以帮你放，我可以帮你放，他吧？他吧？其实我有一个蛋糕蛮想做的，你要不要在你的蛋糕上面放那个巧克力猪脚啊？弄死他吧！好啦，他我跟你说，对蛋糕呢，自己吃开心比较重要。你先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拜托。我只是就是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很出逃的一些想法，这样。刚好要开车进山了吗？好，谢谢梅龙桑，谢谢你，谢谢你，开车加油，然后开车也小心，注意安全。然后讨厌什么食物还真的想不出来，真的吗？还是我帮你加葡萄干上去？我这边好像后面还有12箱葡萄干不是，对不起，不是12箱，12盒葡萄干啊！你帮我消灭2盒好不好？吃不用葡萄干，用不用吃？真的假的？用不用吃葡萄干蛋糕跟娘娘交换？你们很会耶，你们真的很会谈条件耶。炸鸡蛋糕我觉得会好吃哦，因为那个就跟咸蛋糕是一样的道理。这时候就要开始许愿，最害怕吃牛排之类的嘛。对，就是把喜欢吃的东西全部都故意讲成不爱吃的东西。牛吗？暑假来了，对，暑假来了，世间父母都很需要这个东西。对，像只要说我好怕这个东西就会有，对不对？让娘娘是2位老师的分享给娘娘，还是娘娘一个人说？可是那个东西也不是娘娘一个人要独担啊，因为那个就是大家一起吃，就让团队一起。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这2颗蛋糕朱蒂卡吃不完，我一定要让我们团队吃一下，对不对？我们团队很辛苦，做专辑好辛苦，2颗蛋糕庆功宴一下，不是吗？既然要庆功宴，一定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啊，对不对？蛋糕放炸鸡，这样不好运送吧？我觉得，对，加热是一个问题，但是就会变成说大家要吃冰的炸鸡，但是有些人喜欢吃冰炸鸡。对，有些人是真的爱吃冰炸鸡，很神奇。可以啊，因为你还是会照吃吗？所以水灵宝贝，你说的是冰炸鸡蛋糕吗？你这样子一说下去就完蛋了。你说的是冰炸鸡蛋糕是不是？你也吃是不是？不是默默跟台，我说的是12盒，不是12箱。就是我没有啊，吃啊我就知道，完蛋了。讨厌但很希望的话，还是会去吃。完蛋了，水灵宝贝。所以你讨厌冰炸鸡蛋糕对吧？你讨厌冰炸鸡蛋糕对吧？你现在已经确定你讨厌冰炸鸡蛋糕了是吗？好吧，水灵宝贝，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冰炸鸡蛋糕是吗？冰炸鸡蛋糕，炸鸡的油跟蛋糕的油感觉会油的。如果真的要炸鸡蛋糕的话，我想一下，也没有不行。但是的确炸鸡放上去奶油会比较垮，可是它垮的部分没有不行，就是奶油垮掉的部分我们可以用成椰子粉下去取代，有一些雪霜的感觉，好，也就是说奶油跟炸鸡放上去的状况，炸鸡我放凉之后再放上去有没有？而且炸鸡我可以用竹签插着，然后让它插下去蛋糕底部，这样它才不会在运送的过程中掉下来走位。然后炸鸡固定好之后，奶油可能会有一些往下塌陷，这个我可以用椰子粉下去做补足，这样就变成有一点下雪的感觉好浪漫哦！这样还多了一点那个什么椰子的香味，水灵宝贝，你可以想象吗？怎么感觉这水灵宝贝蛋糕已经成型了？完蛋！所以水灵宝贝，你到底讨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快点，你要讲清楚，不然会完蛋。
可以消耗5盒哦。水灵宝贝要帮我消耗5盒蛋糕是5盒那个葡萄干是不是？还是炸鸡蛋糕？那不是冰炸鸡啊，那个是硬的不像话的棒槌。可是我觉得退冰之后还是可以吃啦，福利熊。就是我们蛋糕基本上拿出来硬邦邦的冷冻状况也是没办法吃，但是它可以跟蛋糕一起退冰，顶多就变冰冰的炸鸡也是可以。哦，你刚刚说的是葡萄干哦。好，水灵宝贝，我觉得你完蛋了。原来你也讨厌吃葡萄干。OK， 好啦，两位老师，我会练歌啦，你等我一下啦啊！2点半了哦，我真的会练歌啦。你看我们哦，大宝老师要去跟客户决斗了哦，朱蒂卡也要跟我们这次的指定曲决斗了哦，我也很认真哦，精明干练哦，这次也要努力说服评审哦，哦，好认真，对不对？想到水灵姐要吃这个黑暗蛋糕，看嘛，指定拿玻璃炸鸡嘛，我跟你讲，指定拿玻璃炸鸡大概寄不出去，因为寄出去之前，朱蒂卡就一直偷吃，对，偷吃到寄出去之后啊。怎么办？要寄出去了，怎么连一根都没有了？对，怎么连一根骨头都没有了？对，到底是怎么啃的？我就真的没讨厌食物，就算讨厌就会照吃。所以说你比较好，那这样讲的话，葡萄干你还完蛋了，水灵宝贝，水灵宝贝可能会有很多葡萄干了，我也不知道。你刚规划好雏形之后，炸鸡蛋糕请大佬好好享用。炸鸡蛋糕其实要玩都可以玩，对，好不好？这基本上就看大佬有没有什么想要玩的。朱蒂卡基本上使命必达啦，使命必达，对不对？使命必达，好，对不起。真的要练歌了。我看我们大宝老师要去决斗他客户哦，这个朱蒂卡快跟上，好好认真练歌啊，对不对？对，偷吃1块送1盒葡萄干。我有偷吃，我也不要跟你们说，还是会吃吗？虽然讨厌嘛，喝的完蛋了。所以我们抖出了水灵宝贝，其实讨厌的也是葡萄干。水灵宝贝，我抽好12盒，你帮我就是削个一半好不好？我们这是那个核废料蛋糕上面啊，全部都是3色豆啊，我帮你改成葡萄干，你觉得如何？无所不用其极的，水灵宝贝，帮我弹一下，谢谢。麻烦你帮我弹一下，谢谢。好啦，我真的要练了。我今天想要练的有2首歌，我想要练新不了情跟顺着的回家，就这2首就好了。对，新不了情其实之前在歌会的时候时不时会唱一下，对。但是你要说真的要练细节的话，其实这2首歌还蛮多细节可以练的。对，我来想想看一下哦。来，我先把伴奏先开出来哦。我们先从新不了情，新不了情 ，OK。好，迪卡偷吃一定会受到惩罚，教练一定会知道。教练的话，我只能说他真的蛮神的。他可能，好，不然这样讲好了。毕竟他真的就是重训教练的这个圈子，真的算是老屁股了。所以他真的，一看他学生的肌肉还有体态，大概就知道说，最近可能我们是不是有多摄取一些脂肪，或者是有少摄取一些蛋白质，他看得出来。对，所以他可能不晓得我多吃炸鸡，但是他可能会问说，你最近是不是可能多吃了一些热量？他会知道好可怕哦。好啦，来，我的 echo 已经吹落去啊！我现在的 echo 啊，会不会太大声？会不会反而就是你们觉得太卡拉 OK， 就真的是家用式卡拉 OK 的这个 echo， 我自己听会觉得好大声哦。我其实听得蛮不习惯这么大声的 echo， 还是您各位喜欢这样子比较 KTV 情境式的 echo？ 什么进不了你？发育好先生太坏了，发育好先生哪有这么坏的？有这么坏的吗？发育好先生进不了你。气死我了！
搞不好就是赌气，我们就直接投新不了情，你知道吗？证明我的精明这样。对，我们真的要歌，我们真的要练歌了。你要分章呢，只好黑猫猫的那个方式来玩了吗？什么？我们老板娘的什么方式？福利熊。好，所以不会太大声哦，我们的 echo 进不了名。我在想说 echo 要不要缩小一点？还是好啦，因为之前缩小大家会觉得那个若有似无，嘿，很像有开跟没开一样。对，我们像这个家用式卡拉 OK， 我们真的用家用式卡拉 OK 练歌。好啦，我润一下我的喉咙，润一下我的喉咙。比较像猪猪洗澡时间唱歌哦。对耶，每次在洗澡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自己唱歌好好听哦。猪猪金鱼在碰上什么东西？讲到碰，虽然说莫名其妙今天斗内也会掉落碰，但是呢，对，我相信总有代谢完的一天，知道吗？好，我觉得我要沉浸一下我的内心，因为这两首歌都要非常非常的内敛，非常感伤，心情不能太澎湃的把它诠释出来。虽然说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讲话很像伍佰老师，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要练唱伍佰老师的浪人情歌，浪人情歌等到下次我比较砰的时候再来练唱。我们今天的情境要回到比较感伤，比较内敛，对。但是在那之前，我觉得我先去摘个花，我喝太多水了，我再补一口，然后顺便去装个水，我就回来。来，我先切换一下哦。你好，是萱萱吗？是我的好姐妹玉文的女儿萱萱吗？萱萱暑假快乐！哇，萱萱，我记得你很像要升，我想想，你不会要升6年级了吧，萱萱？好久不见，你们都好啊！哇，我的好姐妹就是玉文，我也好想她。然后今天比较澎，什么就比较澎湃？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香菜量也是非常的澎湃哦。好啦，我要先去摘花装水。你们先被我安利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专辑，听说精装版不晓得为什么啦，剩下29张我就必须要供出我很怕的食材，但是这个旗插的非常的稳，完全不用担心。我倒觉得水灵的那个不太稳了，水灵，你今年的生日可能要开心一下哦，可以期待一下哦。我觉得你那个不太稳了，对，水灵要开心哦，水灵。好了，我先切一下。要升6年级了齁，萱萱，恭喜恭喜！哇，真的要变成小大人了。下次猪猪姐姐有空有去北部的话，看有没有机会再聚餐一下，好不好？好想你们。好，我先切一下我们的安利画面了。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拍的大魂。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我的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几冬，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忠心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实变成看待，都讲点来无三通叫我出卖，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无所风吹，心偏只绝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美丽的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兄弟呀、你们猜我有没有又把我的水放在外面？答案是
嘿，对，我刚又忘记在外面了，所以我刚又出去拿了一趟。好了，我回来了啦，我真的要乖乖练歌啦。来，我们先来新不鸟情，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等下做一下聊天室吼。我看一下这个，再把它放下去。好，我们先来练练，真的要练啊，真的很乖，好不好？朱蒂卡超乖，然后不要忘记拿水。你们都猜得到我的行为如果今天有开一个那个什么 Discovery 那个朱蒂卡这个生物观察台，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考100分你们怎么都这么了解我的行为啊？太了解了。然后旁边是找我的房子，等一下水灵，真的就不要再铺蛋糕，我后面已经有12盒了。我决定，如果水灵宝贝就是今年又喜获一颗生日蛋糕，我一定要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把那个其中一盒倒在他的蛋糕上面。水灵宝贝，帮我弹一下，谢谢。然后，好啦，我真的又忘记了。然后，好，有啦，我拿回来了，我对，这很我，好不好？好啦，擦个护手刷，等一下。好，要来练歌了哈。今天就是谢谢大家的赞助，虽然说不晓得会掉落棚，总之就让它掉吧。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不会掉落的，好不好？来，我们新不了情，先来试看看。而且我这个麦克风架，我真的觉得我的这组麦克风真是有够重，所以麦克风架还是会情不自禁的一直往下掉。我再把它锁紧一点，等我一下。锁紧一点，好 ，OK。好，那么现在，其实新不了情好久没唱，我也不晓得到底哪一个伴奏版本比较好，随便找好了。心落去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我是电容的还是动圈的？我忘记了。我是电容还是动圈的？完蛋了！完全完蛋了！我等下再问一下大宝师或草草好了。
心如止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然后我那个刚刚不小心口水还吐泡泡，就是用自己的胸腔唱出来的。胸腔哦，有啊，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凶声的哎，对，所以哇，居然是李宗盛大哥哎，下一首居然是李宗盛大哥的，对，但是这次的指定曲并没有李宗盛大哥的歌，不然我会唱爆。哦，如果是电容声音换一支支架，因为摔倒就毁了。我这个应该是动圈的吧？我记得当初换的这个是 RODE， 而且还是很漂亮的紫色，然后它很重，它真的显重。对，它那个至少3公斤哦，它光是这个麦克风，我的那个悬臂支架每次都这样海雷，就是要倒不倒的，然后把它锁紧之后，然后它又会变松这样子。所以Tawa，你听得出来我刚刚是用凶声唱吗？应该吧。对，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算是我自己从小就还蛮熟悉的歌啦，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听更多的万芳以外的翻唱版本，再看看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再去把它唱出自己的特色吧。对啊，要不然这首歌基本上就毫无挑剔，超级好听，然后超级经典的一首歌这样子。然后当然，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刚刚唱怎么样，但是我反正就只能这个暑假就是唱，然后自己去听回放，然后听，然后也请兄弟跟猪猪一起听，然后通常我们都会在暑假的结尾，然后跟大家讨论出一首，然后我们就一起决定就是哪一首报名这样子。对，就反而上说是打完你很会哦。这个土味情话大赛就是对我们的卫冕者宝座，我记得一直是Tawa或者是牛妈，就不只是土味情话大赛，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腐花糖大赛。但腐花糖基本上我这2年比较少开，对，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就是考量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这1-2年我就不开。我自己看得很开心啦，对，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会觉得会不会反而有一些会害观众被误会些什么东西？对，就是想到那边去会觉得说，就大家可能看得很开心，但是会不会反而对你们不公平？这样，对，就是想到那边去啦，所以才最近比较没有开腐花糖。那当时为Tawa跟牛妈那个冠军宝座，真的你死我活，真想双冠军，你知道吗？
遥想当年盛况，这样拿麦克风边唱可以边深蹲重训，可以，我可以，我很想，我很想。好啦，下一首反而是顺子的这一首哇，顺子回家前面怎么唱？我有点忘了顺子真的要练一下。我可能要听一下哦，我必须静音了哦。再等我一下，快好了。
哦，哇靠，超高难度！哎，等一下，它自动播放了。哦，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好，我们这次也没有所谓那个辛晓琪的歌作为指定曲哦。哇靠，回家这么难哦！哇，回家超级高难度哎！回家该回家了哦！大家可以回家哦，这首歌太难了，回家了。哇靠！奇怪，小时候听就觉得它很好听，然后现在自己要诠释，靠，怎么这么难啊？哇，可以，我觉得可以玩看看啦，就是一样，暑假期间就唱哼，最后再跟大家一起决定看到底要哪一首。对，哇靠，好难哦。然后并没有你烂吗？牛吗？不可以，春姐姐不准你这样说自己。对，然后。哦，新表情大秀不是环妹，对不起，蓝松时叫我听我们 AI 找到翻唱的有萧敬腾、张学友、萧煌奇，张学友也有唱过。好，我都去听听他们的翻唱版本。我是机车少女，是哪一个团体？总之我都去看看，一直都自己的幼稚，你是我的。对啦，因为就我自己看得很开心的内容，但是当下。可能我都会担心说会不会害你们被误会、被物化，对，所以我为什么近几年比较少开这类的企划？对，就我想到那边去了，对，也谢谢雪玲宝贝在猪猪练习的时候有帮我开启工商的这个服务时间，对，我们7月份的表单已经可以开始填写了，也可以请大家期待一下，就是在7月初。伊藤先生会为各位陆续寄出的这个6月份的文化部爸爸的礼物超老舍！一转眼7月8月完之后，我们这个文化部爸爸的赞助就在8月结束，时间过得真的是超快。你看8月以前整个是爆肝，很多的行程都在8月，对不对？大家可以回家了。要回家，天啊，真是好难哦！我前面我再听一次，然后我们先把第一段把它练会好了哈。好难哦！好，等一下我再静音一下，等我一下。好，谢谢大家。这首歌呢，我真的觉得下次我要练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我在聊天超过1个小时，你们就揍我，谢谢，请揍我。这首歌不能在聊太多话的当下，这个喉咙没办法驾驭。它有很多的气音跟气声，必须要在喉咙比较活浓、比较没有过度使用的情况下去唱它。完蛋了！我现在跟你们聊这么多，然后喉咙现在就不适合唱这首歌，喉咙。好，这首歌呢太棒了，很有挑战性。
可能不算我的舒适圈，可是我还是想要玩看看，在这个暑假就哼哼唱唱这样子。下次练歌回我，如果在聊天超过半小时，拜托来揍我，可以揍我，拜托，哎，请来高雄揍我，拜托揍我。红农怎么啦？红农会帮我吃渣啦，红农会帮我吃我那个很惧怕的8月初要去看的那个展览的渣啦。先跳过吗？啊，宝贝，这个是好问题，但朱迪卡的个性就很喜欢硬碰硬。我觉得我们唱看第一段好了。可惜我丢了你啊，好，我们试看看好了。下次我开出了这个封面，我在聊天超过半小时就好，不要1小时，半小时揍我可以，水灵揍我，拜托。揍我！好，回家的伴奏应该算好找吧？回家啊！大家可以回家了。我看一下这个版本能不能唱哦。会不会版权？等一下。这个好了，看一下有没有。我觉得店先生看猪猪力气已经看上瘾了哦。啊，不行，这个版本不行。哦，难道要这个版本吗？但这是原 key 吗？这样不是原 key 耶。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但前面我还不明白啊！我不想要简体字的。等一下哦。好。等一下。前面怎么唱？马上忘记。等一下，我听一下。啊，等一下，我想要听。等一下就好。こっちじゃないね。じゃこれにしよう。等一下哦。前面一下就好，前面一下应该是不会被版权泡。对，水灵下次帮我注意揍我。我还不明白，好，希望我还记得哦。2个月的时间，加油，朱迪卡。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不会唱？我还绝望了。等一下哦。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怎么唱？李易峰一直在搞笑，完蛋了。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
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身边。好了，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光是第一段就好有得练哦。等一下，别再哭，就让他怎么唱啦？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怎么唱啦？闭上眼，不再留恋，这一遍又一遍。加呀耶！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都怎么做又怎么的爱，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 ，Be it, just be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哦，顺子，我对不起你。好了，等一下啦，等一下啊！我们这个练唱的这个阶段呢，总是要就是在直播的这个直播的瞬间留下了这个遗憾，对的这个过程，对，我们要成就一首歌，对，总是要有非常澎湃的过程。好难唱啊！我该回家了。对啊，雪云宝贝，我只能请你揍了，真的，对，就只有你揍，我不会生气。努力骑这种动力陷害，不要，好可怕！每次那个骑都没有你们拔不起来的，可恶！好啦，这首歌我会把它练好，对，就是这种的歌，我就最喜欢，对，就可能不是在我舒适圈，但是我就是要唱。对，就是要唱好它。前面我看一下哦，我觉得先把第一段，先把它稍微熟悉一下好了。好，你们等我一下，我再听一下顺子怎么唱第一段哦。
等我一下，再一组。好，来，我刚请顺子带我回家一趟，对我又出来了，记得带上电先生收藏的全套嘛。上次电先生的分享的那个是猪猪在去年草空间的活动展出的全套，那个是猪猪本猪的全套，对，就是我自己的全套，像在我家啦，已经寄回来我家了，对。但是雪灵宝贝被揍，反正猪猪骨折可以啦，他。OK 啦，因为水灵它就很柔软嘛，它不会受伤，不用担心。什么揍什么铜墙铁壁，我的肌肉这么厉害是吗？好，好啦，第一段先回家一趟，我又出来了，我们再来试看看哦。早知道不要一直讲话，朱莉卡你在讲，真的是一只猪。好，很好，今年。金币的指定曲也真的很有挑战性哦，来吧。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我需要更多气息的调配，我先熟悉它，再来配气好了。我需要更多的气息的调配哦。好，第二段，第二段等一下，第二段先不要。我要怎么结束它？哦 ，OK， 好，第二段先别，第二段。等一下，我是不是忘记把我另外一个 V 圈？我的嘎叽迪亚狂想曲，我忘记把它关掉了，不好意思。这样水瓶没办法打，变成你们在见面后这个猪猪不换一圈。其实我真的好期待再跟你们见面，好想揍你们，我是认真的。好想再揍你们！操！下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要是还有下次，老娘不会再手下留情了，知道没有？那我们可能要先签一下那个合约书，
不追究合约书，知道吗？一旦要下这种权，我必须要有合约书来保护我自己，谢谢。要反而被告看怎么办？不要再歪了，刘兰，不可以歪掉，好好的回家，不要再歪掉哦，不可以。好，可是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其实他这首歌，也就是一直要用气息去唱，然后好像也不用太大力，可是那个气就是要很知道你要配到哪里去，它才会变得很丝绸的一首歌啦。对，来，我再把第一段听一次哦，你们再被静音一下哦。别再哭，就让它走。好哦，好哦。第二段先不急，先精雕细琢第一段好啊。哎呦，这不是呀 S 嘛，咱香港来的这个朋友咯。未来个第第个频道好久不见咯，老谈老水咯。三呀 S 来晒，今仔日我来练习唱歌啦，嘿，唱这个。回家台语跟他讲，登起啊！我在讲什么？好了，我刚又回家了一趟，我又出来了，好不好？等一下哦，来，我把那个 BGM 转小声一点。好，这首歌开出来指定曲，我只能说好血流成河哦，真的超级血流成河。我看一下哦，吃丑吗？什么吃丑？我刚刚说什么吃丑吗？然后好，歌词的话，我看一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一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
个流口水项目可能要对，可能要找个地方让我吞个口水，不然口水无处宣泄，你知道吗？每次都这样。你们记不记得我往年练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找不到哪里可以吞口水。好，我们先对丝绸念错的部分丝绸，我念成丝绸是不是？丝绸啦，到时候看谁揍谁。好稍压 S， 不要揍我，谢谢。我很担心当下变成全武行，你知道吗？会变全武行，好可怕哦。好，顺子的回家非常高难度啊，感觉是会血流成河的高难度。对，是暑假期间朱蒂卡就是哼哼唱唱，哼哼唱唱。等一下，我回一下工作讯息。等一下像好，ガラスちゃんも初見さんじゃないよ。だよね。好，回家心不了情。然后这次的指定歌，你们等我一下，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浪人情歌是伍佰老师的《让我将你心儿摘下》，是这首歌吗？试着让它慢慢融化，是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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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完美无瑕，是否依然爱我？时时牵挂是我有没有唱错啊？还是我根本唱错了？这首歌是浪人情歌吧？我看一下西西的这首《眼泪记得你》，我还蛮想练看看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啦。对，但是我是觉得以往像参加这种比赛，基本上好像还是唱自己熟悉的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是挪威的森林，浪人情歌怎么唱？等一下，浪人情歌怎么？但我忘记了，伍佰老师的浪人情歌，我听一下。不要再想你。不要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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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想的念的爱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要再承受，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来，各位把吉他试试，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让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让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谢谢，原来这我是挪威的森林跟浪人情歌，我一直搞错。挪威，谢谢，不好意思各位大佬，不好意思，对不起伍佰老师。然后这边会变成警民关心大会，对，不要这样。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 B 圈都非常和平，大家都很乖的，对，你们就乖乖被揍就好，不要反击，知道吗？对，为了让大家就是了解我们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我们的 B 圈大家都很乖，你们只好乖乖被揍了，知道没有？好了，我搞错了，浪人情歌、挪威森林都很经典，我们真的说都很经典，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真的要练歌，我真的要练唱，为什么已经3点半了？谁盗我账号？我记得我今天12点半不就开台了吗？为什么我今天完全没有唱歌？我有唱，我现在左边的那个练习歌单还是有2首歌在那边，我应该今天不算标题炸气。伍佰的演唱会都是粉丝演唱会，对，我知道，对，我就投递我们家面线那个声音过去，有没有？好了，这没得入围，对不对？好，然后那种面线，对，唱太烂，不是，观众唱太烂这样。好啦，这种锅我当然自己背啦，怎么可能让你们自己背这样？没有，我们今天砸2小时。再砸下去，我被梁贝老师揍，然后我叫你练歌，朱迪卡，我在练歌，我练10分钟，好练了，他不好是气死这样子。好啦，我有练啦，回家不好唱，好，但是呢，来，我们今天至少新不了情友啦，对不对？
真的哦，水灵宝贝，再有下次。对，我要是聊天超过半小时，你就揍我，知道吗？就揍我，真的真的，对我就把主计私讯给你，再过来揍我，谢谢。杂谈90%练唱5%期待，哪有5%也是杂谈啊？讲出来了，除非迪卡盗账号，对对对，就像他娃被他娃盗账号一样，知道吗？就是面线入围，对对，哎对，就是面线入围，我没入围这样子，更体恤你们精明干练，对不对？但其实我说真的啦，我们家很多面线都比我还精明干练。我说真的，对我真的在我们家面线身上学到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很奇怪的一些知识，真的很多事情，真的。左左离合，玩不完就打不到。福利熊，我跟你讲呢，咱小度会掉啦。好，反正我现在我自己的核废料蛋糕我已经吃完了，好，我就等着我们水灵宝贝喜迎他那一颗9月蛋糕啦，哈，我的蛋里啦，哈。水灵宝贝，我的好姐妹，来帮我扛一下，谢谢。我觉得2倍阿公不会自己只会吃瓜，也是啦。我们2倍老师他脾气是真的很好对，他是吃瓜气氛组的，对他不是生气组的这样子。就想入围没入围，不该入围却入围，也没有不好啊，就证明我们家面线真的实力优质，好不好？什么真正拄袂到啊！我就期待呢，福利熊，我就期待咱小拄袂到的呢。然后杂谈97%，你那个精明干练跟杂谈那个帮我调换一下，谢谢小田。他说他觉得被你欺负，哪有？你跟他娃说，我并没有欺负他哈，他娃。好啦，真的3点半了，快点，我们新不了情再唱一次啊！好，证明我真的很乖，证明我真的有在练歌，对。等一下哦，西伯雅琴，想要回家，怎么又回家一次了？我的新不了情呢？回家，等一下，我回家有练习这么多，不是为什么一直回家啦？我没有要回家，我没有要回家了，不要一直可以新不了情一下吗？可以新不了情一下吗？请不要再回家了，我要的是新不了情，谢谢。我没有要回家。哦，对，新不了情，对，我没有一直要回家，我没有，不是，好，他疯的，等我一下，不要这样，你要乖乖的，不要一直回家，知道吗？对，妈妈会担心你，不要一直回家。不是，乖的不了情一下，等一下，有在对。我现在练唱，真的要练唱了。好，他刚一直回家，到底是多少回家？大家可以回家了，对，就可以回。好了，我等一下就回家。不是，今晚我就是伫咧阮厝，今晚咧唱歌，伫咧阮厝唱歌。我是要登去倒位啦？要回家，龙姐你好，我今晚真正伫咧阮厝，我今晚。真正伫咧阮厝，你看我后边阁有阮兜神主牌啊，你看，嘿，有无？阮兜的祖先拢咧看呢，这真正是阮兜啦。一直要我回家，怎么回事？好啦，我们新不了情再一次哦。然后这2天我来看一下其他翻唱的版本哦。等一下，怎么开始了？再一次，怎么再一次？心我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
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欺负了你，阿翠他们都欺负我，阿翠。心如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哎呀，看错行。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也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情难了。牛妈，你住手！牛妈，你也留一首正常的歌给我，牛妈。对，看错啊。不是，我们要很沉浸式的感受这首歌，对，然后刚刚闭眼，好好的清唱，然后享受它伴奏的氛围，然后下一秒，就忘记歌词了，对，快点睁开眼睛看，已经来不及了，又看错行。好了，新不了情，好经典的一首歌，好棒。然后时间来到3点53分，好，我决定我们再回家一趟。对，虽然说我们回家好几趟，我刚刚根本没有回家，他自己在那边回家，那个不是我家，那个我没有回去，那个不是我家。好，我们再回家一趟。回家一趟之后，我觉得可能应该差不多就要先结束休息了。对，因为这2个月的活农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好好的保养活农，进步6名，该回家，心不了情很正常。我想是不是只要不要看牛妈的留言，我就可以好好诠释这首歌了？对，完蛋了，你们谁先把那个牛妈绑起来？谢谢，在这2个月不要放她出来，谢谢。
不然好好的一首歌又没了。来，我们再回家一趟哦。激情四射什么鬼？好，谢谢。我知道你们应该都还蛮想念你们的激情，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先好好的回家一趟。对，妈妈想你了，快回家吧。哇，好难哦，不容易耶，回家真的，我回不了家了，这首歌好难哦。我无法度回去阮厝啊啦，这首歌太歹唱啊，太难唱了。回不了家，谢谢，为各位线上回不了家，谢谢。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好，我真的回不了家了，好难唱哦这首歌。等一下，怎么唱啊？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的痛苦的疼，相信我也闭上眼，不再留恋。乱唱哎，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算了，等一下乱唱。好啦，第二段我再熟悉一下再唱好了，等一下乱唱。好啦，至少我知道我们第一段勉强回家了，好不好？第一段勉强回家。哎呦，我刚刚记得要广场曲又忘记把它关掉了，算了，将错就错。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练到这边哈。切错，等一下。我要怎么切回来？等一下，你们谁盗我账号？等一下。我切不回来等一下，完蛋了，我要怎么切回来了？完蛋了等一下，我的眼睛不是，我现在这个眼神太过精明，我必须把它切回来。不然你们那个谁不要盗我账号，快帮我切回来，谢谢。没有啦，没有要继续开趴，我们要休息一下了。等一下回来了，但是我的眼睛现在怎么了？等一下，我忘记要怎么接，等一下，救命！等一下，救命！等一下，朱迪卡，你不要哭，你先不要哭，然后这里吗？这里吗？不是这里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等一下，
我到底要怎么切掉它？我忘记了，不要哭，朱迪卡啊，回来了啦！谢谢兄弟们，谢谢啊！天哪，刚刚一阵恐慌，你们知道吗？好，谢谢兄弟们哦，我的眼睛回来了，刚刚一阵超恐慌的，你们知道吗？哎呀，天啥？真敏感的哦，甚至还有家能回哦，甚至还有回家能好好唱，对，我现在就在我家唱回家，好了，回父母家，回祖父祖母家，回曾祖，对，可以耶，还是有阿公阿妈家可以回去。之前在找那个回家跟牛妈放过我，拜托你们这2个月先把那个牛妈绑起来，先不要把它放出来，谢谢。原来对啊，这次小沈老师替猪猪完成的建模有好多的表情，超级漂亮，好不好？谢谢大家，我觉得来好好的让喉咙获得休息，下一次我们继续推进我们回家的第2段，希望可以好好的回家，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找降落的地点吧。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这开台的香的老婆们有谁呢？哇，我们难得这个时间可以遇到我们的阿光，我们去打扰一下阿光吼。我说的阿光不是光哥。是我们春雨的阿光哈，难得可以遇到他，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耶！谢谢兄弟们，今天我一度回不了家，但是还好，还算勉强可以回家。对，我们还有大概应该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练啊，我自己是抓大概我觉得大概在抓大概5个礼拜吧，可能到8月中旬，或许应该差不多就要决定要哪一首歌了，不然很像报名表啊什么有的没的，还是得要抓一些时间比较充裕的，给他慢慢填写。对，要去年真的是超级临时抱佛脚，大概是这样子。期待下次被猪猪揍吗？哎呦，那也要有下次啊，电子先生，你们可以拭目以待，看有没有下次哦。今天回不了家，下次再回家嘛？可以啦，我们今天勉强可以回家吼。反正我身后的那个祖先牌位有没有？我后边的迄公妈牌，吼，咱公妈有在看，吼。我乖乖唱歌，阮公妈让我看到，我乖乖唱歌。我觉得这一次刚好有这个直播间很有趣。我们其实啊，我觉得最后啦，我是觉得我可能 maybe 或许应该8月中旬要做结论，看说到底要选哪一首歌的时候，可能就是回家或者是心不了情。咱来跋杯好不好？咱伫咧主题台公妈面头前跋杯看卖啊，看我们祖先到底推荐我报哪一首歌，我觉得好好玩哦。当下就是我们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挑一天，然后练到结尾的时候，咱来跋杯一个好不好？嘿，问阮的这个诸事列祖列宗吼，问一个公妈来，我要报名多几首歌吼，来报名一个，看要回家还是要心不了情，吼，公妈决定安尼讲好不好？我觉得很好玩嘞！我们这次祖先牌位都请那个我们李白老师做出来了，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咱的公妈，咱的祖先牌位，咱宝贝一个，你讲好不好？哦，绝对好的啦，是不是啊？对不起，打到麦克风。对啊，我觉得这次我可以就是请示一下咱的祖先，咱的公妈，看要报多几首歌安尼较好。我觉得这好好玩哦，可以，而且我那天要开那个露手手，宝贝一下。用咱的钓鱼杯安尼拔杯一个安尼好不好？小喵喵喵，我猜啦，小喵喵至少你也低台了，猪猪姐姐算一下也2小时多了，可以啦，对不对？谢谢，也谢谢薄荷。刚刚回来就要回家了吗？有啦，我今天勉强唱回家了，对不对？差点一度回不了家。刚刚在外面游荡，我真的如果到最后练不起来回不了家，你们记得把我捡走，知道没有？记得带我回家，回不了家。结果祖先都不喜欢，结果拔一个吼，要我投浪人情歌，我家嘛无法多吼，也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就是在8月中旬要决定的时候，快点来玩一下，就请那个祖先看他有没有什么意见，请示一下这样子，好不好？我只干了什么？就祖先建议迷途
不啦，咱真正北湖啦，做谁慢呢啦？哦，那米图羔羊这次应该会先放掉，因为没时间练，你知道吗？我们祖先这么 rock， 我怎么都不知道？哇，我们诸事祖先好，不愧是，好不好？我是卡特萨玛。然后，总之7月份开始，我会乖乖的练歌。好，我们之后的短时数就真的是练歌。如果聊超过30分钟，那个水灵宝贝会冲来我家揍我。我们已经跟他讲好了。水灵宝贝记得聊超过30分钟，请揍我，就这样子，好不好？可以捡走猪猪，真的啦，不能再聊天了，我好忙哦。好啦，有心安呢，谢谢你们。那么明后天基本上我是安排文书日，就是社畜文书日，但是有时间的话，看有没有办法开个工作台陪伴大家。可是开工作台就不能聊天，我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每次工作台就很想跟你们互动，可是就担心没有那个进度，然后没进度，然后就完蛋。就是一直看到你们就想聊天所以开工作台反而是我很那个很自虐。好啦，所以明天再看状况好，多谢各位，それでは咱厝边的阿光会变得要降落啊それでは光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降落到我们阿光的频道了，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好不？谢谢兄弟的陪伴，我今天勉强可以回家，希望之后可以2个月后好好回家啦，好不好？好不容易想起主播，现在开始忘记主播，没关系，搞不好有机会明天就想起来。如果明天有开的话，但是开台我又觉得我会想聊天，所以再看状况好了。お疲れ様，谢谢你们。那么 maybe 可能明天见，没见的话，礼拜4一定会见啊。礼拜4有吴声老师准备跟大家一起聊的，很像是关于 BL 漫画的台语吗？很像是 maybe 应该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周表其实前2天就出来了应该是昨天出来了，对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如果没有台风来乱台的话，应该是会如期执行，就是在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部分有猪猪的现场线下我们互动的活动，但是没有线下揍人这个在7月11号猪猪的时段是下午1点开始。对，只要没有台风乱台的话，我们真是天佑台湾希望它转弯，快转弯，转上去。我是咖喱桑吗？谢谢你们，大家拜拜。